他曾卷入洪武一朝的血雨腥风，也曾卷入靖难之役的残酷战争。他看过永乐万国来朝的风华，也见过仁宣之治的繁荣盛世。他曾做过锦衣卫，也曾入阁拜相。他与王阳明是至交好友，也和唐伯虎游历天下。他还是一个被时间长河遗忘的人。布先生，本宫还能活多久？我想听实话。最多2个月。真好，再过几天就中秋了，还能再跟我的孩子们过个节。劳烦布先生，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重八。从明日起，臣要给娘娘重新配药了，会很苦。呵呵，本宫吃过的苦可比药苦多了。布先生，谢谢你。大明这位贤德的马皇后生命即将走向终点，即使是穿越而来的不清，也毫无办法。皇后身体状况如何？回皇上，慢慢调养，有恢复的希望。你很不错，朕把你抓来，除了医治咱妹子外，听说你还会仙家手段。不某不会，皇上，世上哪有仙人啊？呵呵，你不老实啊！传闻你师父南宋生人，到现在已经活了150岁了，不是仙人是什么？假的，民间夸大其词罢了。我师父既是武师，又是药师，所以80岁还能身体硬朗。那也就是说，无人可长生了。皇上英明，那臣先告退了。等等，朕把你抓来，你还没领略过京师的热闹吧？走吧，咱带你去看看。父皇，百官的奏折您还未批阅啊？以后江山都要交给你管理，批点奏折怎么了？是，父皇教训的是。龙辇自皇宫出发，路过皇城时，正好瞧见锦衣卫办案。这些官员怎么了？他们若不触犯大明律，又岂会如此？皇上，犯事的最远，要是逃了，好抓吗？逃跑连累家人，诛9族，谁敢跑？怎么，你想逃走？不，你看您急了，草民还想治好娘娘，荣华富贵呢。呵呵，你想不想做锦衣卫？不想，草民只是一个大夫。你再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想，非常想。既如此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咱的贴身侍卫了。第2日清晨，又到了小布给马皇后瞧病的时辰。你这后生倒是俊俏。娘娘过奖了。这身衣服穿上，再想脱下来可就难了。这个你拿着，这是出城的文书。本宫大限之前就连夜逃了吧。布先生生性善良，在这朝堂是活不下去的。多谢娘娘。这位是锦衣卫指挥使毛香，你的上司。属下不清，拜见指挥使大人。是个做锦衣卫的料子，皇上慧眼如炬。毛香，可以动手了。省府、州县犯事的掌印官，一个也别落下。皇上，据臣所知，空指盖印官员亦罪无可恕，却也情有可原。各州府1000多张印官员，那可是1000多个家庭啊！呵呵，毛相将他押去午门廷杖20。父皇，他还得给母后治病呢，20板子下来，一个大夫怎能扛得住？放心，毛祥心里有数，不会下重手。父皇，其实布先生说的也不错，里面有很多办实事的官员，要不从轻发落吧？那个小布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空指盖印的危害有多大，你这个太子不明白吗？表儿，你记住，想做个好皇帝，就很难做个好人。做皇帝就不能讲理，尤其是对文臣。这天下不讲理讲什么？皇帝杀人、用人、赏人、罚人是要看需不需要，不是对错。你当真以为咱不敢杀你那个便宜舅舅蓝玉，是因为你的面子？咱是看他还有用。谢父皇指点，儿臣都记下了。可是父皇，你对文臣是不是太苛刻了些？你给咱记好了，文臣可用，但不可信，更不可亲。布先生，你家中双亲可还在？臣自幼颠沛流离，只有一个师傅，也是个可怜人。听说你刚上任就挨了板子，你这性子太善良了，可想在本宫并天之前逃出这个漩涡啊？这怎么逃啊？哪都是锦衣卫的眼线。我大明公主泽夫，只要品行端正，家世清白即可。六公主下个月就开始招驸马，你要是选上了，自可无恙。谢娘娘美意，成家还是算了，无事勾栏听曲，岂不美滋滋？咋了？咱闺女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吗？微臣才疏学浅，自知配不上公主。看见你这不着调的样子就烦，滚蛋！臣马上走。可是皇上，我来这京城2天了，您把我绑下山来时，臣可是1分钱都没来得及拿啊！朱元璋惊呆了，万万没想到有人竟敢赤裸裸地跟他要钱。朱元璋左掏掏右掏掏，掏了半天，愣是一个子儿也没掏出来。一时间，大殿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皇上，您是没有银子吗？
哦，那臣先告退了。慢着，咱只是没有带银子的习惯，去找太子要吧。哦，臣懂了，臣全都懂了。你懂个鸡毛啊！你他娘的有点不尊重咱啊！重八，要不是他，怕是此时你我已阴阳相隔。我的身体确实不好，他日若有意外，你不要疑罪于他。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你身体不是正在恢复吗？你可不能走在咱前面。那你得答应我。好，咱答应，不管以后如何，咱不杀他便是。天子金口玉言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放心放心，马皇后心里清楚朱元璋的性格，真要杀人免死铁券都拦不住，更别说是口头协议了。镇抚司小布一身飞鱼服，绣春刀来报道了。这位是新来的锦衣卫千户布大人，还不快快给大人行礼？属下见过千户大人。千户，你是说我现在是千户？没错，但你这个千户底下只有150人，不过正在扩招。刘强是你的副手。千户大人多多关照。镇抚大人，今天有活吗？你刚进锦衣卫，能干啥？刘强，带你的上司参观分给他的院子，了解下咱锦衣卫。布大人，锦衣卫加上您共10个千户，手下可扩招1000人。咱们这是个4季约，归大人您管辖。哟，行啊，强弟，去找个酒楼，咱们这110号兄弟先搓一顿再说。多谢布大人。强弟啊，我要给娘娘治病，招收的事你多多上心，争取早日将我这个千户，你这个副千户名副其实。属下遵命。次日乾清宫，今日马皇后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。本宫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，布先生，你真是神了。娘娘过誉了，是您福后。听闻你还没有住处，这几日你都住哪了？青楼。对这位仁厚的娘娘，小布不想骗她。年纪轻轻不要留恋烟花之地，以后少去那种地方。马皇后做梦也想不到，她刚叮嘱完，小布当晚又来了。布公子一连3日指点我一个清官人，在此处您可是第一怪人哦。姑娘勾栏听曲，无所事事才是人生之快事啊。都说叫人家墨月啦。布先生出大事了，有人要给墨月赎身。楼下大堂，少年李景龙正耀武扬威，八皇子略微紧张。景龙，咱这次会不会过了？万一被家里知道。表舅莫慌，你不是一直想看看头牌长啥样吗？我给你买下来，回去看个够。景龙，够意思。我把身份给那老鸨说了，谅他也不敢声张。景龙，那老鸨下来了。公子啊，实在抱歉，墨月是醉仙楼的招牌，要不您看看其他人。大大，信不信明儿我就让你这醉仙楼关门？来人，把那墨月给我绑下来。住手！母后跟前的布先生怎么在这？被看到我就完了。表舅你且放心，今儿谁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表舅呢？天子脚下竟敢强买强卖，好武艺有什么屁用啊？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要有背景。你哪个道上的？我还以为什么大人物，原来只是个年少不经事的毛头小子啊！给我揍他丫的！敢挡本少的路！看来身份不低啊！我可不管你来头多大，犯了事我一样照抓不误。快去请国公大人！布先生，我决定了。我大明女子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嫁为人妇，皆可穿着皇室正服，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。这是我生前能送给天下女子最后的礼物。娘娘大义。接上集，少年李景龙带着八皇子朱子青楼摆谱，被布清当场拿下，而八皇子最终也没跑掉。有出息，真是有出息！咱13岁的时候只想着放好牛，吃饱饭，你比咱强多了。父皇恕罪，都是李景龙教唆儿臣去的，不关儿臣事啊。人李景龙还没攻你，你倒好，真是没骨气。父皇息怒，弟弟年轻不懂事，就饶了他这次吧。咱再问你，是谁让教唆你去青楼的？李景龙。到底谁教唆你去的？是儿臣自己去的，无人挑唆。算你识相。那李景龙强行被人带走了，儿臣不知，儿臣看见布先生在，就直接跑了。布清也在青楼。好，有爱好，好极了，咱还以为他无欲无求呢。锦衣卫遭遇，李景龙被五花大绑，气势却丝毫不弱。臭小子，现在放了本少爷，本少爷或许能饶你一命。姓名？看来你这臭小子。姓名？老子跟你拼了！姓名？
李景龙，大明战神。哟呵，想不到我熟读兵书的是路人皆知了，那还不赶紧放了我？不清一脸古怪，他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和大明战神结缘。少废话，你犯了大明律，本大人判罚20大板，你可服气？你敢打我？我爹是国公，当今皇上是我舅爷，你打我试试看。哟呵。住手！本将来自曹国公府。等会儿再说，没看我在忙公务吗？我让你住手！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？锦衣招玉，容不得尔等放肆！孙子，有种报上名来！哼！锦衣卫千户不清，你们夜闯招玉，是奉了皇命吗？本将是奉了曹国公的命令。曹国公有权利辖制锦衣卫吗？那自然是不能。既不是奉了皇命，那夜闯招玉便是重罪。李煜，把他们给我绑了！我看谁敢！你们可想好了，刀一旦拔出来，事情将再无回转的余地。不清现在可不怕得罪人，反正这锦衣卫的身份也是老朱强塞的。传陛下口谕，宣锦衣卫千户，不清即刻进宫觐见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太子，不先生，这位是曹国公。卑职见过曹国公。听说你把李景龙抓了。父皇，女儿想你了。你这丫头，成天瞎跑个什么劲？女儿想你了还有错？表哥你也来了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文忠，你这是干嘛？回娘娘，微臣教子无方，竟然怂恿八皇子干强买强卖的混账事，幸亏不千户及时出手，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景龙这次的确过了，你把金条去了吧，不硌得慌吗？臣背着叔父，等景龙回家，臣一定好好管教。景龙还没回家吗？回娘娘，李公子在昭玉住着呢。你把景龙抓昭玉去了？那逆子活该，微臣的亲兵想来也犯了事儿，等他们回去，臣一定多加管教。布先生，你把曹国公的亲兵也抓了？哦，是他们送上门去的，夜闯昭玉，上来就要揍我，我只能自卫。皇上，臣只是担心景龙，才让亲兵去看看。不过是娃娃年少轻狂罢了，可以理解。老八那混小子也去了。八皇子是受了犬子蛊惑，臣有罪。微臣御下不言，锦衣卫小题大做，负主要责任。高端局就是高端局，没一个甩锅的。小布啊，你这第一次办事办得不错，皇上对你很满意。这不手拿把掐的事吗？我就是看那混子不爽。呵呵，皇上想让锦衣卫这把刀变得更锋利点儿，你大可放手去做。放手去做？老大，那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，你敢不敢抓？你发现了什么？还不确定，但8-9不离10。不确定就去查，记着，无铁证之前，一丁点儿风声也不要透出去。你退下吧。属下告退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上来就想拿驸马开刀，随他搅吧，搅好了锦衣卫有功，搅不好该他倒霉。公主府，小布随马皇后前来散心。长安，苦了你了！刚成亲，你父皇就把欧阳伦派出去接管茶马交易，2年了，你俩都没聚过几次，都是为了朝廷，女儿不苦。回去我跟你父皇说，让他回来歇段时间，换旁人接他的班。不可，女儿是皇家女子，岂可为了儿女私情，弃朝廷大事不顾？下人该如何看女儿？唉。临近中午，不清随马皇后离开了公主府。停轿，布先生，你过来。娘娘有何吩咐？你不是掌管着锦衣卫吗？派人去巴蜀找到那个欧阳伦，好好敲打他一番。娘娘，是生活作风上方面，还是……别吵，小点声。茶马交易利益甚大，欧阳伦虽是进士出身，但难免有犯糊涂的时候。娘娘要微臣怎么做？让他好好做事，莫要贪钱，这旨意够明确了吧？但要是他已经犯下滔天大罪了呢？不清，诬陷驸马都尉一品大员，你可知何罪？臣知罪。布先生，安庆是本宫的女儿。明白了。明朝的夜晚，小布发现除了青楼，一个朋友也没有了。公子你没事吧？昨日那伙人来头不小，公子不怕被他报复吗？一个毛头小子，放心吧，他以后应该不敢再来闹事了。那公子何时给墨月赎身啊？赎身？难道公子想赖账吗？我一个清官人，公子却从不守规矩。就我这点俸禄，干到老朱驾崩也不够赎这花魁的身啊！墨月姑娘，我没想赖账，奈何囊中羞涩啊！我这些年攒的也够了，公子大可拿去为月儿赎身。
墨月姑娘，不是我不愿带你走，有些事我不便言明，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，我这样的人是不能成家的。长生真是好事吗？看着认识的人一个个离开，就连特能活的师傅也会离他而去。大人，顾大人，你在里面吗？抱歉，失陪一下。公子去忙，小女子无碍。大人，查出来了，那驸马都尉欧阳伦所犯罪行之大，令人发指。慢慢说，说清楚。先前我们只是怀疑他，这次奉皇后娘娘懿旨，彻底查清了。欧阳伦依仗自己皇亲身份，强收茶农茶叶，害命无数，又私自犯至关外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当地官府不管吗？谁敢管啊？欧阳伦可不是一般的驸马都尉，安庆公主是皇上的嫡女啊。不先生，那欧阳伦纵使有罪，可他不只是朝廷命官，更是我的女婿啊。臣明白了。接上集，马皇后要不轻敲打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，却没想到查出来那欧阳伦的滔天罪行。属下查到那欧阳伦排场极大，每次出行遇上不开眼的巡检税吏，直接就打，光打死的就有10几人之多。害民、杀官、走私，哪样都能要了他的命，为什么就没人敢上奏朝廷呢？大人，你不会真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吧？毕竟皇上也不想他女儿当寡妇吧？欧阳伦娶的是当今皇上嫡女储君朱标的亲妹妹，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。若普通人私自犯查，如何论罪？一经发现，无论数量多少，诛9族。这么重吗？大人，茶是极其重要的东西，远高于盐田，它可是制约关外一族的不二法门。大明的茶叶拿到关外，以马匹为主，牛羊为辅进行交易的，因此又称茶马交易。这么大规模走私战略性物资，你觉得杀伐果决的朱元璋能放过他吗？此事要不要先禀报皇后娘娘？毕竟这是她的女婿啊。我先问问毛大人的意思吧。对了，你们可曾被那欧阳伦察觉？属下估计那欧阳伦肯定知道了。翌日，镇抚司毛香看到不清呈上的罪证，也不禁骇然变色。害民、杀官、走私，这次事情大条了。老大，那此事应该怎么办？不千户，这事是你捅出来的，你有何高见呢？属下以为，既已查明，自然是要上奏皇上，否则这欺君之罪，咱们锦衣卫如何承受得起？怎么成咱们了？他一个人扛不住，稍后咱们一起上奏。老大，此事一旦捅出来，皇上必将颜面扫地，且朝中文武对锦衣卫素来有怨，如今再跟皇亲团体结仇，锦衣卫前程堪忧啊！刘明，你的意思是隐瞒不报？哼，知情不报的罪名，锦衣卫更是承担不起，卑职不敢。老大，驸马都尉欧阳伦和安庆公主一起进宫了。老大，来不及了，驸马欧阳伦之事因我而起，我一人顶下来就是。你一个人顶，你顶得住吗？顶得动，我还是娘娘的主治医生。我跟你一起。不清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皇亲国戚、文臣武将、锦衣卫皆有稽查职权，卑职可有做错？哼，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这下好了，把整个锦衣卫都搞得被动了。你张千户不敢做的事我做，你张千户不敢管的人我管。飞鱼斧、绣春刀，上拿皇亲，下击污吏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诸位大人，或许布某这次会给锦衣卫带来一些麻烦，但锦衣卫将因我而更强。诸位，锦衣卫能否再进一步？就在今日了，不能让大人和不清单独扛。然而小布还是晚了一步。朱元璋一家人正谈笑风生，阖家欢乐呢。小布你来了，这是咱的驸马欧阳伦。下官见过驸马。布大人来此可是为了给母后看病。是公事。皇上，臣有要事禀报。你一个千户能有什么事儿？父皇管的是天下9州，哪有空管你这鸡毛蒜皮的事？你且退下吧。安庆不得无礼，布先生有什么公事？娘娘，请您回避一下。放肆！不清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驱使母后！不清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你们在这打什么哑谜？不清，你到底什么事？驸马都尉欧阳伦横征暴敛，走私关外，光是打死的税吏就高达17人，间接害死百姓无数。不狗贼，你凭空捏造！父皇，这不狗贼整日待在京师，除了嫖妓还是嫖妓，这都是不清的奸计，他就是想往上爬。微臣锦衣卫指挥使毛香求见。锦衣卫高层众口一词，力挺不清。欧阳伦再无一丝侥幸，磕头如捣蒜。驸马一时糊涂，求父皇开恩。别叫咱父皇，将欧阳伦押进大牢，严加审问，不清为主审。不狗贼，你才来京城几天就敢动我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呵呵，该倒霉的是你吧？你笑你妈呢？哼，不狗贼，陛下让你当锦衣卫，只是想把你拴在京城，你倒好，直接入戏了。
你不会真以为能置我于死地的？你这种人，草菅人命，人人见而诛之。即使没这身衣服，我也会办了你。公主在，我就在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娘娘和太子一定会保我无恙。执迷不悟，给我打！住手！皇后、太子有旨意，暂停审讯，将驸马移送驸马府，等巴蜀查出实情再审。公主殿下，恕难从命。你敢抗命？锦衣卫只听命皇上一人，给我打！不亲你敢？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认罪。不能认，你先忍住，我这就去找皇兄母后。我忍不住啊，疼死我了。哪里就疼死你了呢？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带人来。继续打！别打了，我认还不成吗？皇兄救命啊！不请滥用私刑，还请皇兄给我做主啊！别叫姑皇兄，姑没你这样的妹夫。顾先生，快随姑进宫。殿下，可是娘娘。安庆一直求情，惹怒了父皇，父皇要大义灭亲，母后直接气晕过去了。咱错了还不成吗？妹子，你快醒来吧，咱不治安庆的罪了。妹子，你可别吓咱啊！父皇，顾先生来了。不亲，你快看看咱妹子这是咋了？皇上放心，娘娘并无大碍。妹子，咱不治安庆的罪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好好养身子。那欧阳伦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犯下的罪不可饶恕，要是饶了他，大明律也将形同虚设。有罪自然要罚，消为庶民也好，发配流放也罢，我只希望你能饶他一命。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妹子你，哎呦，你别翻白眼啊！长安才18岁啊，难道让他守一辈子活寡？法不容情，只有苦了他了。你走，我不想再见你。咱走可以，但你得好好养伤。不用你管。好，那咱走，你别生气。母后，你安心休养，我这就去劝劝父皇。没用的，老爷一旦决定的事，谁劝都没用了。娘娘，对不起，微臣的确按照你的意思敲打驸马了，但他已经铸下大错，无法挽回了啊。算了，这事儿也怪不得你，是驸马不争气，只是苦了安庆那丫头。这未必是件坏事。欧阳伦这样的败类，哪里配得上公主？所谓失之东墙，得之桑榆。你的意思是再给安庆寻个夫君？这不可能，皇家最要面子。那她要不是公主了呢？不是公主，若是这样，倒也不失为一步好棋。皇后的身体如何？皇上放心，暂时无碍了。那就好，那欧阳伦明日正午斩了，你去行刑。好一个欧阳伦啊，竟然查抄出950万两银子。继阳县之后，咱他娘的再一次被人耍了。父皇息怒，不亲，该斩刑为凌迟。那个醉仙楼也尽快查抄，他的亲属一个也别放过，给咱抄得干干净净。臣遵旨。毛相，欧阳伦绝不止只犯私查，你亲自去走一遭，务必把这一地府属全都给咱理出来。微臣遵旨。锦衣卫扩州3000人，着不清为新任镇抚使，于2月后进行吏治清查。一旦发现贪污腐败者，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公侯勋卿，一律严办，概不姑息。莫说咱不讲情义，给你们2个月的时间，谁屁股有屎，赶紧给咱擦干净。娘娘只需安心调养，保持好心情，和儿孙们过年不成问题。唉。整个皇宫只有你才会把本宫当作老妇人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。臣不敢，皇上是太阳，娘娘是月亮。行了行了，你呀，本来该自在一生的，现在皇上又给你升了官，这样也好，到时候本宫故去，你也不会被牵连了。不过本宫希望你以后办案尽量给人留条活路。娘娘，很多时候锦衣卫是做不了主的。唉。本宫明白，若你以后能成为皇上心腹，帮我劝着他些，好吗？臣明白。橘红色的夕阳看起来是那般美好而短暂，正如马皇后的身体。你现在忙不忙？忙。那能不能抽些时间？娘娘有何吩咐？你帮本宫去劝劝安庆，他现在整日寻死觅活的，本宫看着就揪心。这不太合适吧？他现在估计都恨死我了。还不都是你惹的祸，你必须解决喽。娘娘，你这话就不讲理了。不过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嘿嘿。安庆公主寻死觅活，于是小布就给她整了个跳楼机。我不死了，我不死了。布先生，最近给母后开的药越来越多了，怎么回事？
殿下，娘娘的身体已是积重难返，眼下只能维持。什么？你不是说过能治吗？若早10年，我能治，现在已经回天乏术了。能维持多久？这个臣也没有把握。走，跟姑去见皇上。啊！我不去，我看你人好，才告诉你，你别害我啊！御书房，朱元璋得知自家妹子命不久矣，立即就慌了。治不好娘娘，你也别活了。你也太不讲理了，我又不是神仙，要不你现在放我回山上吧，我不干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，皇后并天之日，便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哼！朱元璋无能狂怒一阵后，渐渐恢复了理智。皇后还有多少时间？大概2个月。啥？你他娘的会不会看病？必须让皇后再活10年。不可能。那就5年。做不到。2年，不能再少了。你不要挑战咱的极限。你当是菜市场买菜的？娘娘已然病入膏肓，谁来了也是一样。我去你娘的！我操！布阵府，皇上查抄了醉仙楼，单独把这墨月姑娘留下给您送来了。哦，看来老朱已经冷静下来了。嘿嘿。谢谢布先生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你跟咱出来，咱有话问你。呵呵，去吧，没事的。妹子的病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让太医诊治。你师傅到底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也是回天乏术。可以让咱妹子活过今年吗？是可以的，但娘娘会受些罪，而且娘娘也不愿意那样。她想在最后的时光陪陪儿孙，而不是一直缠绵病榻，直至大限到来。她受的苦够多了，别再让她受苦了，但也要让她多活一段时间。这一刻，朱元璋不再高高在上，语气充满了祈求。9月18，朱元璋寿辰，各地大员、藩王纷纷前来为皇上贺寿。那些身穿蟒龙袍的，就是已经就藩的藩王吧？不错，这次秦王、晋王、燕王都来了。此刻的燕王还很年轻，只有20出头。后世评价，华夏数百位皇帝，朱棣的功绩绝对能进前10。允文见过几位叔叔。朱棣一脸和气，捏了捏朱允文的脸蛋。我乖乖的大侄子，你长得可真快啊！大哥，我可没吓他啊！你是没吓他，但你长得就吓人。问你吗？皇上驾到！听闻锦衣镇抚使布大人博学多才，今儿皇上过寿，各部都献上了新贺词，唯独锦衣卫跟在人后，这可有些说不过去啊。是啊，能不能行了？父皇，各部这是不满锦衣卫权势过大，想以步青为突破口，对锦衣卫出手了。开始有意思起来了。老爷，今是你的生日，可别。妹子你放心，步青是个可堪大用之人，但对于官场的明争暗斗还稚嫩得很，尚需磨练。老爸，哪个是步青？那的最年轻的就是步先生。你叫他步先生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父皇和皇兄都叫过。老大，要我喷这帮屌毛吗？对他娘的，不用顾忌。万事有，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计谋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威胁，当着陛下的面，丝毫不加掩饰地威胁一众官员。彪儿，日后打压勋贵，亦或推行新政，唯此人可一往无前。儿臣谨记。哈哈哈哈！耽搁了这么久，咱都饿了。来，都别客气。午时末，宴席方散，步青随皇子们一块进了内宫。弟儿，北平苦寒之地，还要时常和北元打仗，苦了你了。母后，儿臣不苦。对了，高炽那孩子多高了？瘦了没？差不多这么高，没瘦，更胖了。胖点好，虎头虎脑的多可爱。高旭呢？高旭是哪个？弟儿就藩那年，妙云2胎都怀了6个月，自己的孙子都不记得，你可真行啊！徐达家那妮子还是可以的，又给咱添了个孙子。父皇，高旭出生时，儿臣向您报喜了啊。谁让你起这个名的？父皇教训的是，还请父皇赐名，儿臣回去就给他改了。干嘛呢？这名字挺好的，不用改。妹子你不懂，弟儿在北平直面北元，元属木，所以名字中最好带个火，克制北元。真行啊，老朱，这5行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既然你母后说好，那便不改了。不过以后再有男丁，必须要带火。妙云已怀了身孕，大夫说8成是个男婴，还请父皇赐名。又怀了，哈哈哈哈！徐达家的妮子真不错，回头找他喝顿酒去，就取名为岁吧。木岁取火于木，正好以北元为木，暖咱大明。父皇圣明。
你笑什么？回秦王，下官没有笑。娘娘，您该休息了。哼，母后要不要休息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母后身体有恙，布先生是母后的大夫。母后病了？不碍事，你们一路奔波而来，都回去休息吧。父皇，母后时日无多，不如让几位弟弟留下来吧，陪她走完这最后一段时光。行吧，你母后的病，你可有说给他们？还不曾。让他们勤进宫陪着妹子，别他娘的请个安就走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穿越过来可不是给朱元璋当狗的，跑又跑不掉。人怎么不见了？刚才还在这儿。那妈的，何方神圣？这个大一乱窜，好的娘！我还以为多狠呢，就这啊！不狗贼，一个芝麻大的官就敢整顿朝纲，不懂审时度势，有此下场也是活该。公子，别哭，剑上有毒，赶紧拿着我的腰牌进宫面圣，就说我快死了，快去！既然无事，那就退朝吧。禀皇上，布大人的婢女称有10万火急之事，要面见圣上。让他进来吧。米拜见皇上，我家大人夜里遭歹人暗杀，身受重伤，毒素发作，已危在旦夕，求皇上救命啊！什么？谁干的？皇上，现在得赶紧让太医去救人啊！对，小桂子，快去传太医。少他娘的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不清死了，你们开心还来不及呢吧？别让咱逮到是谁，不然咱扒了他的皮。哼！妹子，你还好吧？臣妾还好，今天布先生怎么没来呀？他有些忙不开，等会儿你先喝药，今天先不针灸了。父皇，什么事儿比母后的身体还重要啊？是啊，父皇，母后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都滚出去，不要影响你们母后休息。是布先生出事了吗？没有，他好着呢，咱给他安排了个差事，2天就回来了。别骗我了，老爷，你每次对我撒谎都是这种傻笑，他是不是遇害了？什么都骗不过你。他昨夜被人暗杀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妹子，你别激动，还没呢，只是受了轻伤，咱已经派御医去救他了。一定要把他救回来，他才20岁。妹子，你放心，咱一定会尽力救他。你先喝药。我自己会喝，你快去看看布先生怎么样了。那好吧，不要担心，他可不像短命鬼，咱看人还是很准的。你小子可别真死了呀，咱还要重用你呢。陛下，臣等无能。哼，这也无能，那也无能，啥都治不好，要你们有何用？父皇，布先生危在旦夕，受不得惊扰啊。雄黄5钱，肉夹馍半个，麝香10钱，桑南水熬汁1碗。这家伙的命是真他娘硬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弄！赶紧去查，尽快查出幕后指使。刘千户已经在查了，微臣怕对方再来补刀，所以想在这儿守着。哼，你们可真行，自家大人都快被人弄死了，愣是屁都不放。户部侍郎郭桓心里七上八下，这次的杀手就是他派的。这次要是杀不死这部狗贼，以后他宅院势必护卫森严，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大人放心，剑上的剧毒，就算是头牛也能毒死。那就好，屁股擦干净了吗？派出去的人都是外地的，死无对证，恨不清的那么多。锦衣卫即便是再不忿，也不能闭着眼抓人吧？乾清宫，马皇后躺在榻上，面色苍白，从早上睡下到现在一直没醒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老子养着你们有何用？皇上，非臣等不肯尽忠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治不了是吧？行，来人，拖下去砍了。父皇，这样不是为母后增添业障吗？业障，彪儿，传旨去把龙虎山师喊过来，福道2家都要来。好，儿臣这就去安排。皇上大喜啊！布大人已经醒了。太好了，快把他叫来。皇上，李千户说布大人情况不是很好，那就抬他进宫，用咱的龙辇蒯他娘去。
我特么真是服了，刚活过来就被抬进宫了。小布啊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快给咱妹子看看，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醒。你怎么也跟那些太医一样？不是还有1个多月吗？病来如山倒啊！娘娘的身体比臣预估的还要严重，可能也就……你可以的，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，咱啥都答应。布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就好。妹子，你感觉如何？重八，我怕是不行了。别说胡话，没事的。咱让彪儿去请所有的高僧天师去了，有他们给你祈福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多大人了还哭呀？咱没哭。你可不能死喽！你死了，咱咋办啊？好，我不死。马皇后像哄孩子似的，想伸手帮他擦眼泪，手举到一半，却又无力垂了下来。重八，陪我说会儿话吧。好，你想听什么都行。2刻钟后，马皇后沉沉睡去。朱元璋把小布喊到御书房。皇后还有多少时间？3至5天。你说过还有1个月的，知道欺君是什么罪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臣无话可说。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哪怕再延长几日也行啊。臣回去再研究研究，看是否有其他办法。好，延长1日，咱赏你1万两。又在画饼，没一个兑现的。好好养伤，你进出宫就成咱的龙年。谢皇上。给爷死！好小子，连师傅也砍是吧？师傅，你咋更邋遢了？你这逆徒，又砍又埋汰的，你骨头痒了是吧？老登啊，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？人家锦衣卫上山抓你，把我给抓下来了。一切自有定数，我看着你好像中毒了，不过死不了。师傅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点事问你，是关于马皇后吧？马皇后已病入膏肓，我治不了了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把手伸出来。好舒服的感觉，师傅，你该不会真是神仙吧？屁的神仙，我可活不过你。老登牛啊，我的伤口都好了。这源于你自身的体质，为师的真气可没那么神奇。现在的你不在正确的轨迹，等你回到原有轨迹，可能就正常了。师傅，难道连你也不能长生吗？大事不可逆，需顺势而行。这一路的艰辛，师傅没办法陪你走完，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。师傅，那你的身体还好吧？放心吧，再活个180年不成问题。师傅，用真气疗伤，可让马皇后活多久啊？不好说，看情况。可你刚才那招，我真气也不够啊，要不你去给皇后治治吧。不去，我把真气传给你就行了。那你呢？即便真气耗光，修行1、2年也就回来了，坐好吧。第2日皇宫路上，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、周王朱肃一起进宫。不清的事儿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说他昨夜团灭了那些刺客，确实厉害。呵，厉害又能如何？中了剧毒又能撑得过几天？二哥，你消息太滞后了，昨夜不清就醒了，并且还被父皇召进了宫。老三，你在宫里有眼线啊？老二，你可别瞎说啊！这话要是传到父皇那里，父皇来了，儿臣参见父皇爷，不是皇上，不是皇上啊！哟，是秦王呀，这还没过年呢。你敢信堂堂大明朝秦王朱爽竟然给一个小小的锦衣卫行了个大礼？不狗贼，给我滚下来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哟呵！公公，我心慌的厉害，快去请御医！二哥，你完了，你闯大祸了！老二啊，布先生中了剧毒，母后又危在旦夕，他要是有个好歹，父皇饶不了你。二哥，你有些唐突了啊！你们看着的，我可没挨着他。布大哥，快别装死，赶紧打起精神来！你别惹人啊！快请御医！哎，我去，别吓人啊！我可没碰你1根手指头啊！亲王殿下，奴婢要如实上奏。可别，这位公公大哥，今天就当我没来过，你们也没见过我。不清你怎么这副样子？这架势怎么比昨天还严重？皇上，布大人本来还好，都是被秦王吓的。秦王，他人呢？二哥说我们没见过他。好啊！皇上，臣有办法救娘娘了，还请诸位回避一下。好，你安心治病，秦王那儿你不用担心，咱给你做主。娘娘，你感觉如何？很舒服。
布先生，谢谢你又一次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嘿嘿，臣最喜欢跟阎王抢人了。布先生，我能出去走走吗？可以，但只能走半个时辰。真好。娘娘醒了，娘娘醒了。妹子，你感觉如何？好多了，陪臣妾走走吧。哎，好。哟，公公推快些，秦王要追上来打我了。没有的事啊，他诽谤我。老二，你这就不懂事了。二哥真勇啊，看来刚才父皇对你的疼爱还是不太够。这没有啊，老四你是知道我的，二哥我一向待人宽厚。哎，你们仨别走啊！大人，该吃药了。把门带上。先生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不宜劳累。婢子倒是想出一个新玩法。新玩法，说来听听。啊，那就按你的来吧。师傅，你能不能洗洗头啊？咱们现在有钱了。流氓就得有流氓的样子，流氓的基本素质不能丢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喜欢就好。皇上赏的御膳，你尝尝。师傅，这啥啊？不会是你身上搓下来的吧？这可是好东西，当年为师在龙虎山和牛鼻子打赌，他输给我的。真气运转提升了3成，太牛了吧！师傅，你还有没？没了，下次见了那牛鼻子再要1颗。这东西如此神奇，万一对方不给呢？没事，打1顿就给了。快教起来，念起来。皇上，藩王要学习佛法吗？那玩意儿有啥好学的？咱是为了给妹子祈福，顺便让他们修身养性。姚广孝不会就在那群人中吧？想什么呢？哦，皇上，臣是学到的，可否允准臣和那些和尚交流一下？去呗，那就。不过你这道心可不够坚固啊。敢问高僧姓甚名谁？贫僧法号没穿内裤。本官问的是你的俗家名字。李二狗。高僧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熊照。可有俗家名字？王思聪。高僧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道言。高僧可有俗家名字？有的，贫僧姓姚，名姚什么？大人对贫僧起了杀心，如果贫僧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姚什么？贫僧姚坤坤。那你有没有用过姚广孝这个名字？没有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真是读书时没学好历史啊，连那姚广孝的法号都不知道。大人，那些刺客的身份未曾查明，但是入城使用的文牒是户部郎中刘化开的，北至抓了守城将军，问出是那刘化的管家行了贿，让其保密。抓，以他为突破口，顺藤摸瓜，将这群害群之马统统揪出来，然后继续抓人。天黑了再抓，动静小点儿，掌握了证据也不要表现出来。好嘞，大人。再找些人去打听附近有没有一个叫姚广孝的僧人。打听和尚，北至遵命。刘郎中，久仰啊！我是皇上钦点的户部郎中，你敢对我行刑？刘强，上点硬菜。刚才你不是还装疯呢？继续装哎！我是一只小青蛙，呱呱呱！别打了，我没慌，我交代，我要举报。刘大人，早这样，何必受此酷刑？说吧。户部员外郎、礼部员外郎、督察院右都御史皆贪墨不法。户部侍郎、户部尚书呢？下官只是个郎中，上面的事我不知道。看来刘大人还是不配合啊！继续用刑。不狗贼，你他娘的别得意！娘娘并天之日，便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呵呵，我死不死还是未知数，但你肯定死定了，还要被诛9族。不狗贼，我去你大爷！你少得意！今日我虽死，但你这样的人满朝文武都是留你不得。哎，火气不要这么大。其实有一个机会，你可以不用死，你全家也能平安。你愿意放了我，不计较我暗杀你的事儿了？记上，刘华亲口承认派人暗杀布阵府使。不狗贼，我操你妈了个逼的，你个狗日的！嘴巴再不干净，蛋子儿给你挤喽！刘大人，刚才本官说的话作数，你可想好了？是同僚重要，还是家人重要？你傻屌，他们贪的钱给你1分了吗？凭啥你就得打上9族？没有给我1分。
大声点儿，他们让你背锅，给你好处了吗？极度不平衡的心理疯狂滋长，刘华的防线彻底崩塌。娘的，凭什么老子一家老小被砍头？你们逍遥法外，户部侍郎郭桓是主谋，是他让我杀你的。咱妹子这2天的身体又差了些，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没招了，要不是师傅来了，娘娘早就埋了。皇上，龙虎山张天师到了，快宣他进来。微臣拜见吾皇万岁。皇后身体抱恙，请天师祈祷，为皇后续命。臣必当竭尽全力。哼，这话咱都听出茧子了，你就说能不能做到？皇上可否允准微臣看看娘娘病情？可以，跟咱来。皇上，不知是哪位太医给娘娘治的病？你是说治病手段有误？非也，给娘娘治病之人医术通神，微臣想与其探讨一番。哦，就是他。下官见过张国师大人客气。皇上，微臣想找个僻静处，好好和这位大人了解一下娘娘的病情。行吧，贵子，给他们找个僻静处。布大人令施真气雄魂，若能由他亲自为娘娘医治，兴许效果更好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师傅真气雄厚呢？刚才给娘娘把脉时发现的。而布大人如此年轻，不可能拥有如此功力。家师虽真气雄厚，但娘娘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，莫非国师有办法？等国师会向上天祈祷，为娘娘续命。哦，那下官就放心了。我还有公务，娘娘就交给你了。万万不可，布大人，我也没招啊。那你在这装什么？听闻你们龙虎山有一种丹药，不知？此丹药具有滋养精气之效，对修行真气也有莫大好处。多谢国师。徒儿，这些丹药你慢慢吃，今天运气好，竟然碰上个牛鼻子老道。抓去！师傅给人家盒子都端了。布先生，我没有几天可活了，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恢复正常1天？就1天？娘娘，那样你只能活1天了，甚至撑不到晚上。与其在这病榻上躺几天，还不如让我好好享受最后1天。拜托了，布先生。接上集，小布敲诈了张天师1粒丹药，没想到师傅竟把人家老窝都端了。但此刻马皇后的生命也到了尽头。今早咱妹子还是没醒，你到底想到办法没有？臣还有最后一招，能焕发娘娘最后的生机。换句话说，娘娘只有今日了。只有今日了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？哼，你他娘的说话呀！皇爷爷息怒，皇奶奶可等不及了。不清，算咱求你，救救咱妹子吧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皇上，若是再耽搁下去，臣也没办法了。那就1天，你一定要让咱妹子醒过来。布先生，多谢了。大家不要守在这儿了，该忙忙去吧。都回去吧。爽儿、刚儿、允文、允通留下。重八把彪儿、长宁、长安也换来吧。好久没这么聚过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拘礼，喜欢什么吃什么。一个个的哑巴了是吧？你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聚一次，你还发火？好，妹子，咱不发火。你们母后的生命就只剩今天了。人哪有不死的呀？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知足了。母后，你气色分明尚好，怎么会？布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彪儿，要不是他，我早就入土了。布先生已经尽了全力。母后，皇奶奶，孙儿不要你死。都是你惹的祸，干嘛非要说出来呀？哭什么哭，让人心烦。好了，都别哭了，我这不是还没死的吗？有眼泪等我死了再哭，都不哭了。这孩子莫哭了，给奶奶笑一个。中午，御膳尤为丰盛，菜肴上百道，一共10个人。做太多了，根本吃不了。咱是皇上，偶尔奢侈一把还不行吗？咱还嫌少呢。瞧把你能耐的，把这些分给下人，别倒了。好，妹子说啥咱都听。下午咱们出去逛逛吧，不要兴师动众，四处走走就好。好，听你的。京师大街上，马皇后买了很多东西，儿子、闺女、孙子都有礼物，就连布清都混了一个平安符。妹子，你不给咱买个东西吗？急什么？我不得好好想想吗？好，咱不急，你慢慢想。店家，这个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不要钱。20文。彪儿，把银子给这位大叔。是。重八，这个木头痒痒挠送给你了，以后我不在也能自己挠挠痒了。喜欢，咱很喜欢。
妹子，你躺下休息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彪儿，儿臣在。这些日子你都瘦了，以后要劳逸结合，莫累坏了身子。你父皇这个人呀，太过严苛，你不用事事都听他的，该坚持的要坚持。儿臣知道了。爽儿，儿臣在。你从小就调皮，以后性子收着些，莫要给你父皇大哥添乱。儿臣谨记。刚儿，马皇后一个个的交代，每个子女的脾气，她都了如指掌，针对性的做了叮嘱。妹子，你别说话了，靠在咱怀里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一会儿就能睡了，还想再跟你说会话。好，你说，咱听着呢。臣妾想求皇上一事，百件万件咱都答应。切求皇上收敛杀戮之心，宽以待人。唯愿皇上求贤内谏，慎终如始。愿我大明子孙皆贤，臣民所得，妾虽死犹生。马皇后的手无力垂下，这个史上最仁慈、最贤明的皇后就此长眠。尽管不清使尽手段，终究还是没让她度过洪武15年。母后，吵什么呀？你们母后太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清啊，臣在。给咱妹子开药。皇上，娘娘她已经病了。放屁！咱妹子手还热乎乎的呢，快开药！再敢胡说，咱砍了你！父皇，母后已经……闭嘴！咱妹子没死，她的手还热乎着呢。彪儿，你摸摸，你娘手还热着呢。父皇，母后已经病了。不清听旨，咱命你立即救醒皇后。皇上节哀。皇后听旨，咱命你立即醒来。父皇，母后已经去了，别打扰母后安宁。滚开！和尚听旨，通知佛祖，让咱妹子醒来。倒是听旨，告诉天上的神仙。傍晚时分，马皇后驾崩的消息传遍京城，朝野震动。皇后崩逝，属于国丧，酒楼、饭馆张罗着挂上白布，全民白衣。父皇没事吧？皇上无恙。殿下，现在要不要让皇上立即醒过来？迟早要面对，孤一个人实在应付不过来，让父皇醒吧。父皇，是彪儿啊，咱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娘死了，可把咱吓坏了。父皇，母后她的确病天了。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皇后娘娘病，皇上不会迁怒于你吧？你也知道了，整个京师都知道了。婢子买了孝带，先生你系上吧。晚饭我不吃了，我要好好睡一觉。户部侍郎郭桓意气风发，满脸含笑地望着尚书曾泰。尚书大人，这次不清是必死无疑了。我已经联系好咱们的人，明日早朝便是咱们发起总攻的时刻。你们可有好由头？皇上可不是好糊弄的。下官有他贪污的证据，不清查封醉仙楼，给自己留了个花魁墨月，起码值1万两。这样的话，不清确实是必死无疑了。百官有本早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娘娘身体向来康泰，如今突然崩逝，定是为娘娘诊治的御医玩忽职守，才至于此。皇上，臣附议，娘娘年仅50，若不是庸医误诊，又岂会？请皇上彻查。给皇后治病的人是不清，你的意思是彻查他？皇上英明。皇上，锦衣镇抚使不清称有10万火急之事上奏，让他先候着。你们谁觉得不清有罪的上前一步？10几人站出来，竟然还有一个户部尚书，这让朱元璋很意外。曾泰，你也觉得是不清有罪？不清以权谋私，贪污赃款上万两，臣有确凿罪证。贪污，这个不清，难道咱又看走眼了吗？让那混账进来！何方神圣？今个大了一乱餐，好，给我个面子。接上集，马皇后病天，小部的保护伞刚没，文官就迫不及待动手了。不清，户部尚书弹劾你贪污赃款上万两，你认罪吗？敢问皇上，臣在哪里贪了钱？不狗贼，你负责查抄的醉仙楼，为何那花魁怎么到你家了？皇上，臣查明就那花魁的赎身价格起码值1万两。不清一呆，朱元璋也是脸色古怪，这花魁分明是老朱偷摸赏的。郭桓，你们说的就是这事？是的，皇上，不狗贼以权谋私，臣恳请皇上严办。朱元璋尬住了，皇帝给臣子赐婚是美谈，皇帝赏臣子妓女就太掉价了。不清，你可有话要说？臣有罪，这锅我背了。算你识相，责罚事容后再议。先说你的10万火急之事吧。贪污都不管了，娘的，这都不随。这回轮到我了吧？
皇上，户部郎中刘华损公肥私，并买凶暗杀微臣，已被锦衣卫抓获，已尽数供出同伙。仅是在京官员便有30余人，户部侍郎郭桓为主谋。不狗贼，你少在这满嘴喷粪！皇上，臣冤枉啊！咱给你们的俸禄够不够使？回皇上，够使。那就好，传旨把刘华带上殿来。刘华为了戴罪立功，交代的那是事无巨细。皇上，郭桓团伙还设立铺子钱、神佛钱数种赋税。好啊，几十年前的赋税都出来了，他的9族一个也不准放过，把这个郭桓给咱碎尸万段，五马分尸。马皇后已经安葬，几位藩王自然也是时候回去了。一人选几个带回去。父皇，儿臣就算了吧，儿臣隔3差5就和北元打上一场，实在信不了佛。谁让你信佛了？是让你们修身养性，少给咱惹祸。朱元璋万万没想到，姚广孝竟是他赏给朱棣的。皇上，这秦莽竟然搜刮金银，强抢民女，大兴土木。家丑啊！你去把他给咱带回来，不是什么光彩事，你一个人去。秦王要是不来怎么办？他敢！你传咱的口谕，他要是赶不回来，咱扒了他的皮。我明白了。去吧，他要是敢撒泼，直接先揍一顿。藩王离京有完整的仪仗队，小布下午便追上了。不裹腿，什么事？秦王，皇上让你回宫一趟。老3老4也回去吗？就你自己。你代我告诉父皇，都是误会，我回去就改，以后绝不再犯。跟我走吧，挣扎没用的，不然怎么样？你当我是吓大的？不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父皇，你歇歇吧。彪儿，你替咱抽一回。这父皇再打下去，爽弟他万一有个好歹，死了才好呢。彪儿，去把那些崽子们都叫来。这谁呀？怎么穿着二哥的衣服？八弟，这就是你二哥。我的二哥啊，这是哪个不长眼的打伤了我的好二哥？是咱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与这朱赏向来不熟。秦王朱爽在藩地大兴土木，收刮金银，强抢民女，恶贯满盈，你们说该如何办？允通，你说以你二叔犯下的罪，应该如何处置？皇爷爷问你话，老实回答。应该罚俸禄，罚不许出门。允文，你认为该怎么罚？回皇爷爷话，孙儿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。朱标也没想到这个性格温吞的儿子会说出这种狠辣的话。混账，你想害死你二叔吗？彪儿，你这是作甚？童言无忌，还望父皇莫放在心上。好了，秦王作恶多端，暂先剥夺封号，将其幽禁京师。藩王要是在藩地为非作歹，京师王府就是他永远的家。一句话，秦王就没了。好了，都回去吧，不请留下。皇上还有什么事交代吗？毛香他们应该快回来了，过了年，朕给你换个新差事。敢问皇上要交给臣什么差事？监视藩王、晋王、燕王、周王以及以后就藩的藩王都要在监视之内。你尽管做，有咱给你撑腰呢。没想到老朱现在连自己儿子都信不过了，以后朱棣他们哥几个怕是不好过了。新年眨眼就到了，下属都来给小布拜年，小布趁机挑明了差事。监视藩王。不用顾忌什么，我们这支锦衣卫直打高端局，元宵之后正式行动。是大人，万一藩王真有不法之举，如何应对？不要应对，有问题往上报。元宵节后，我要出趟远门，短则数月，长则半年。先生要去哪儿呀？我要去燕王的属地，愿周围会有锦衣卫巡视，不会有安全隐患。出门在外，先生莫要亏待了自个儿。转眼元宵节已过，步青飞鱼服，绣春刀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分成10支100人队。1个月后，北平集合。北平庆寿寺，姚广孝开始推波助澜了。放弃你那天方夜谭大逆不道的想法，胆敢再出忤逆之语，本王必斩下你的头颅。大逆不道，贫僧承认，但何来方夜谭之？本王只是个藩王，你却……贫僧会忘气，王爷有大帝之资。闭嘴！真当本王不敢杀你吗？哼！燕王府喜得3子朱高燧搭台唱戏，小布顺利混进了戏班子里。你也是来唱戏的吗？哎呦，小胖子挺可爱啊。这哪来的孩子？咱们戏班子可没孩子。小胖墩，你是燕王殿下的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爹。见过世子殿下。
你很特别哎，竟然不怕我。世子这么可爱，哪里就吓人了呢？对哦，要不你留在王府吧，跟我玩。留几天可以，但我还是会跟戏班子走的。给你吃吧，下午你别上戏台了，陪我玩吧。好。你来了，请坐。你知道我要来找你。贫僧早就算到了，会在北平跟施主再见面。这么会算，妖僧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！那你算算你能不能看到明的太阳？可以。我要杀你，根本不用刀。贫僧知道，但施主已经没了杀意。上次在皇宫的时候，应该是贫僧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现在的施主气势虽成，却没了杀贫僧的决心。和尚，你真是不简单，连我的身份都猜出来了，是不是燕王也知晓了？不曾，贫僧怕吓到他。那好，我敞亮地说，你有没有怂恿燕王谋反？有没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燕王并无谋逆之心。我不信。莫贫僧一人劝，便是整个王府的人劝。燕王妃夜夜吹枕边风，也是万万劝不动的。道衍说的是实话，朱棣反不反，而是取决于朝廷。大人，好消息，我们发现了猿人主力，大概3-5万人，这是地图。这一趟没白来，通知下去，明日回金陵。父皇，该给布先生拨军饷了。我是你爹，又不是他爹，凭什么养他？那好，这园亭的地图，看来我还是扔了吧。接上集，小布没查到朱棣的谋逆举动，却意外收获了援军的消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想老大你了吗？好甜，像你一样。滚一边去！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快去皇宫复职吧。一起吧，有肉吃。哦，你小子还是可以的。打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看出来了。朱元璋父子正在批阅奏折，见二人联袂而来，都是一脸惊讶。不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皇上，臣查到猿人主力了。好啊，这地图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是属下们一步步走，一笔笔画的，900人，历经4个月，最后进行的汇总。当上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明军进入漠北将不再是睁眼瞎了。父皇早就让人深入漠北绘制地图，却一直没有太大建树。布先生果然厉害。都是你老子太抠门，要是钱到位，估计地图早就绘出来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提，咱无不应允。那个皇上啊，赏不赏的先不说，臣这边有账需要您给报销一下。啊，报账？行，你说。这4个月，臣对手下进行了奖励，前后共计25000余两。900人，4个月俸禄25000多两，你的娘可真是花钱能手啊！给了，经费一会儿咱再批给你2万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那就放我回山上吧，我想回家。嘿嘿。哼，这个不行。听说你爱吃喝，那咱赏你1万两，随你花销。这个也一并赏你了。走，跟我出趟门。彪儿，奏折你一并处理了吧？儿臣遵旨。皇上，去哪儿啊？魏国公府。去找徐达。老朱该不是要徐达挂帅去征讨北元吧？不能吧，徐达都一把年纪了。身体还好吧？还是老样子，年轻时造的太厉害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全还回来了。给你看个好东西，这是漠北草原的地形图，不错啊。红线标明的是通往猿人主力的路线。好啊，与猿人作战，只要能找到他们，就算赢。老哥哥，这是谁的手笔？见过魏国公。这一份地图比上万精兵还要有用，你很不错。国公谬赞了。兄弟，你觉得谁挂帅合适？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。我推荐燕王朱棣挂帅。第二，他尚且年轻，但毕竟稚嫩，在军中威望也不高，不太合适啊。那就派个老将做主帅。老哥哥，打下的这批兄弟都老了，是时候培养下一代了。这倒也是，那就让朱棣去打这一仗。光明正大的战女婿，就不怕老朱忌讳吗？徐达是6宫之首，这个段位的人不应该想不到这个啊。朱元璋一往昔峥嵘岁月，待到傍晚才离开。父亲，您不该举荐姐夫的，这犯忌讳啊！你都能看明白的事，为父又岂会看不明白？父亲，你的意思是皇上本来就是想要姐夫挂帅？不错，皇上不放心咱们家啊，现在为父主动递给了他一个把柄，可以方便皇上秋后算账。父亲，你技艺之小，又为何要送上这个把柄呢？有把柄就好整治，没把柄的人才是麻烦，因为这样的人只会犯一条罪，那便是谋反。
不清，咱回去后会你一道旨意，你去北平宣旨，这次作战你也去。啊，这臣不会打仗啊！你可真抬举自己，咱是让你镀金去的，就当个监军，你以后晋升就顺理成章了。哦，谢皇上栽培。不用谢，你在文官的彻底臭了。这次再和武将争功，文武双方都会恨极了你。日后除了死命跟咱的彪一心一意，你别无生路。北平燕王府，这一次步青没有任何伪装，飞鱼服手持圣旨，迈入燕王府大门。燕王朱棣作战勇猛，封征元副帅，深入漠北草原，与主帅宋国公冯胜监军步青通力配合，与元人主力决战。儿臣领旨。下官见过燕王、燕王妃、世子。步先生金陵一别，好久不见。这步先生好像跟我的好朋友卿先生是一个人啊。步先生，您住这间吧。胖墩儿一直跟着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步青。步青心虚的厉害，有劳了。先生客气，世子，咱们回去吧。三宝，你不觉得他和卿先生很像吗？世子，你认错了，这位是大军的监军大人。我们回去吧。那好吧。终于走了。你为什么不认我？步青叫苦不迭，咋还粘上了呢？世子，你认错人了。就是你，上次你不告而别，我让人找了好几日，我把你当好朋友，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既然把我当朋友，又为什么要让我为难呢？谁让你不认我的？我有苦衷啊！我来这儿是刺探元人情报的，不能暴露身份，不然皇上会砍了我的脑袋。我又不是元人，你干嘛不能认我？多一个人知道我脑袋，就多一分危险。作为朋友，你得为我保守秘密啊！你放心，父王、母妃、三宝我都不告诉。好朋友讲义气。今天罚你跟我一起睡。行啊，可你来我这儿，王爷王妃知道吗？没事儿，我平时都是和三宝一起睡的。今晚我骗他和父王一起睡，他总不能去敲父王母妃的门吧？那你可真是个机灵鬼啊！小胖，你这肉咋长的啊？还能咋长？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。大军出征，5万人马连成一排，所有人脸上都异常严肃。这不是演习，更不是演戏。还有大约1200里路就到目标附近了。国公要不要进行分兵，以包围之势进军？殿下，不费一兵一卒是上策，可要是出了纰漏，我方占尽优势，若再有差池，如何向皇上交代？老家伙知道朱棣想立大功，但他不一样，万事只求一个稳字。步监军，你有什么高见？下官以为国公言之有理。主帅，监军意见统一，想立大功的朱棣也无可奈何。好吧，那就按国公的意思办。殿下大才，天色已晚，老夫先回去了。殿下早些休息，我也走了。别急呀，长夜漫漫，整2杯，睡得香。你拿这个考验监军。1个时辰后，朱棣面颊通红，步青却状态依旧，能吃能喝能吹牛。感谢殿下招待，我得回去睡了。步先生，等一下，本王还是觉得招安是上策。下官以为不妥。不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吗？你就算不同意，也不用如此直接吧。他娘的，白瞎了2坛好酒。是海东青，快取我5弹弓来。他娘的，射偏了，谁能把那畜生射下来？本王重重有赏。殿下，一支鹰而已，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？这可是海东青，有万鹰之神的称号，是猿人天然的眼线。殿下，这鹰隼飞得太高了，我们得赶紧赶路啊！要不这畜生回去报信，敌军再跑了。不就是一畜生吗？看我把他射下来！手拿把掐，今晚加餐。还得是你啊，不宝宝，要不我们就暴露了。全速行军，包围敌军大营。太尉大人，皇上令你入冬之前去大明劫掠一番，眼下也到时候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回去告诉皇上，入冬前保证给他送上肥美的牛羊。还请将军整肃军队，即刻出发，我也好回去复命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出兵之前得先养精蓄锐，不是？北元如今已有分崩离析征兆，手握重权的大将心思都活泛起来。哼，太尉大人就不怕皇上对你用兵吗？怕呀，我也没说不去啊。那你出兵啊，在这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等什么，就是想再等等。好啊。哼，慢着，
我有让你走吗？还以为是在中原大会呀，现在世道变了。你还敢杀我不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杀了又何妨？你敢，皇上的数万大军会立刻踏平了你。你可别吹了，哪呢？你倒是让他们来啊！哎呀，误会了，我跟使者开玩笑呢。太尉大人，不好了，明军杀上来了。是明军，奶奶的，人都到家门口才发现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快集结大军，随我！太尉大人，咱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明军人数足有5万之多，还全是骑兵，装备极为精良。明军主帅已经放话，只要我们接受招安，条件丰厚。5万明军还全是骑兵，这还怎么打？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赢。他们开了什么条件？他们让将军前去面议。不去，让他们主帅过来，否则免谈。稳了，雁行阵已然成型，可谓是占尽先机。这一仗比想象还要容易，大局已定，接下来就看袁人识不识趣了。殿下，国公，对方主帅让我军主帅前去面议。我去。殿下不可，殿下千金之躯，万不能有闪失，让副将王虎去吧。还是我去吧，国公，王虎他根本代表不了朝廷，说话束手束脚，一次招安不成，便没了招安的可能。那我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殿下犯险。我去，我去。两人争得不可开交，不禁作为3把手，光看着也不好意思，于是便客气一下。要不我去？好，你去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殿下，万一对方狗急跳墙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国公，你能代表朝廷吗？朱棣突然的上纲上线，让老家伙顿时语塞。就这么定了，霍监军，随我走。哪个是头领？你们主帅呢？就派2个毛头小子，这还怎么谈？好，那便不谈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俩能代表明军，代表大明皇上吗？能，我是皇上钦点的谈判官，可以代表皇上做一些决定。你可真是张嘴就来啊！我要大明朝廷3品武将官职。这屌毛也太好骗了吧！你有多少兵？3万精兵，全是骑兵精锐。没问题，我要继续全权统领这支军队。这我不能答应。统领2万，对大明听条听宣，马首是瞻。不行，这也不行。不是不行，而是这个我做不了主，可能皇上会同意，甚至让你全权掌握也不是不可能。朱棣大饼一个接着一个。草原有什么好的？整天风吹日晒，你图个啥呀？来了大明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风妻印子，指日可待。牛逼了呀！哪儿不花哪里遭得住，已经沉浸在朱棣给他描绘的大饼里不可自拔，甚至开始憧憬未来。你是懂画饼的？咱们是不是该签个文书啊？当然没问题。这一仗结束了，看似戏剧，却又水到渠成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眨眼间已是寒冬，大军也终于抵达北平。小胖子进被窝说话。好嘞，亲哥，你们明天就要去京师复职了，是吗？是啊，你会不会想我？当然，你以后还会来北平吗？会来。那就好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也要去京师。你也去？你去金陵干嘛？走亲戚啊，父王要带母妃去看望外公，母妃已经答应带着我了。那好啊，到时候我有空去找你玩儿。你说的啊，说话算话。清早，大明的阳光射进了屋内。胖，醒醒，再不起来就要被发现了。哎呀，再让我睡会儿吗？恰在此时，朱棣的大嗓门响起：“霍监军，霍监军，你醒了没？”醒了。那本王进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穿衣服呢。亲哥，怎么办？父王要来了。怕个毛啊！胖，你快起来，给你父王开门。我不去。好了没？马车已经备好，就等你了。殿下，早啊！国公已经来了，大军准备待发，别磨蹭了，吃过早饭咱就走。殿下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父王早啊！狗吃，你怎么在不行床上？我昨晚上找亲哥聊天，聊得晚了，就在这儿睡了。我儿子喊你亲哥？各论各的哈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瞎跑什么？我再也不敢了。以后在大半夜瞎鸡儿乱跑，腿给你打断。知道了。都别磨蹭了，赶紧走。对不起啊，亲哥，我没能护住你。疼不疼？我肉厚，不疼。你就是北原太尉，乃儿不花。回皇上，我已弃暗投明，臣现在是大明的武将。乃儿不花深知有奶便是娘的道理。平身吧。薛太子殿下，皇上，臣有大礼要进献皇上。大礼，说来听听。北元皇帝托骨石铁木耳。只要情报属实，咱有重赏。
不清三人一脸意外，没想到这哪儿不花还藏着这一手。这是北元皇帝所在区域，误差不超过300里。猿人和汉人不同，只要有肥沃的草场，扎个帐篷便是皇宫了。300里的误差已经很近了。300里，当真？回皇上，这是臣在北元皇帝派遣的使者身上搜出来的，不会有假。哪儿不花到底是在中原混过的，投名状这东西门清，知道若想在大明更好的生活，必须得捅老东家一刀。好，好，咱封你为顺明吧。他日若能大败北元，爵位晋升世爵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，你以后驻扎北平，辅助燕王抵御北元。平白无故得了3万兵马，再加上这份地图，彻底击垮北元将不再困难。弟儿这次做得极好，比父皇预想的还好。为国尽忠是儿臣的职责。有功就是有功，四弟何须自谦？一会儿魏兄忙完，咱哥俩喝一杯。是，太子殿下。谢谢大哥。好了，明中午咱在凤殿外摆庆功宴，冯胜你去告诉参战的各部将官，明都来。年关将近，京师再次热闹起来。不清买了烟花，鞭炮终于回了家。先生回来了。外面凉，进屋。先生，你不会回来，待会又要走吧？哪能呢？就是牲口也有闲着的时候，有公务也是年后的事了。太好了，先生你饿了吧？婢子去做饭。去吧。晚上多烧些热水，好好洗个澡。男人只是去战场打了趟酱油，却被朱元璋封了侯，瞬间成了满朝文武的眼中刺。此战功德圆满，朱清辛苦，咱敬你们。敬皇上。宋国公冯胜听旨。臣听旨。此役你居功至伟，赏精米2000担，丝绸200匹，羊100只。谢皇上隆恩。冯胜一脸喜气，总价值比1年的年俸还要高。朱棣听旨，此次能成功招安，你功不可没，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经费，咱拿出一部分作为赏赐，赏100万两。好家伙，到底是亲儿子啊！国公大概5000两，到了儿子直接就是100万两啊！你驻守北平，直面北元，咱将招安的3万铁骑交于你统领，务必不能让北元踏入大明一步。儿臣领旨谢恩。不清听旨。臣在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老朱你可得给点儿干货啊！此番大胜全赖你这个监军，身为监军，你当断则断，当驳则驳，咱很欣慰。当断则断，当驳则驳，他断个球，驳个鸡儿。不清听封，此封你为永清侯，年俸1200担。打个酱油就封侯，众将不服。助朱元璋打下江山的将领那么多，也才28人封侯，他不清何德何能？皇上，臣担当不起啊！咱说你担得起，你就担得起，你们可有意见？皇上英明。麻蛋，文武都得罪完了，老朱坑我啊！弟儿，咱给你2年时间，务必要把招安的3万铁骑训练成真正忠于咱大明的军队，有没有信心？儿臣有信心。很好，那不清这一战表现如何？回父皇，不清基本打酱油了，对儿臣宋国公的策略也都全部赞同，几乎没什么作用。不懂绝不装懂，知道大局为重，孺子可教也。父皇为何对不清如此偏爱？朱棣不明白。不过此次战役，不清确实居功甚伟，要不是他及时射杀元军眼线海东京，招安未必能这么顺利实施。那玩意儿飞那么高，他都能射下来。5弹弓，射3箭，箭拉满月，当真是天生神力。好啊，草原海东青最是难产，看来下次总攻还得让他去了。父皇，儿臣愿为大明身先士卒。有你表现的时候，不过这次你还是别去了。父皇，儿臣做个副帅，不做个先锋便可。贪多嚼不烂，去看看你岳丈去吧。老家伙身子骨大不如前了，你也尽尽孝心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父皇，总攻您准备让谁挂帅？蓝玉、徐达、文忠都老了，玉春、邓玉故去，冯胜沉稳有余，却冲劲不足，能胜任主帅者唯蓝玉一人。那大胜后封公，日后能扛大旗者，非他莫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你的七舅，有他帮你压着，那群文臣就蹦跶不起来。以后你施行新政，阻力会大减。朱标微微一怔，他明白父皇这是在给他铺路呢。父皇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解决北元后，便是文臣的舞台了。彪儿，你记住，这群饱读诗书的文人，远比武将更贪婪。你以后登基，必须要以武易文。是，父皇。蓝玉封公的事，你找个机会透露给他，就说是你向咱极力推荐，并磨了好久，咱才勉强答应。镇抚司不清笑嘻嘻地给老大毛香递上一杯热茶。永清侯的茶，我可消受不起。老大你也知道了，但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在老大你这儿，我永远是姓不。行了行了，皇上摆明了要重用你，百官再如何厌烦你，也不会在你圣剑醉龙的节骨眼儿动手。一会儿我组个局，你请大家吃个饭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呀？
哼，怕什么？咱锦衣卫也不是吃素的。哦，老大你真好。别这么恶心行吗？咱们锦衣卫需要一个门面。卑职明白。走吧，下馆子，我去摇人。钱带够了吗？一人一个花魁都够。小胖墩，你们这是准备逛街去吗？哼，说好的找我玩呢，你就来这种地方。见过永清侯。你也知道了。父王说的话说你封了侯，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？你还缺吃喝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你是东道主，你是燕王亲子，我是朝廷官员，咱们不宜走得太近，让人瞧见不好。一起吃个饭都不成啊？那你之前答应找我玩，都是骗我的是吧？大人，皇上命你即刻进宫。胖，我要进宫一趟。去吧去吧，烦死你了。早上怎么没来宫里？这不是封侯了吗？昨儿个和一众同僚庆祝了一下，今儿起晚了。庆祝？你小子有些飘了呀！哪能呢？现在恨臣的人那么多，微臣不抱紧锦衣卫大腿，和同僚打好关系，往后被人整死都不稀奇。咱就喜欢你这样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藏着掖着的人。不知皇上唤臣来是为何事？你监军做得不错，年后有一场大仗，你想不想去？臣不想去。你再想想。那你问我干鸡毛啊？听这说你剑法超群，到时候袁饶海东青就交给你了。主帅还是燕王啊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末将蓝玉参见吾皇万岁。蓝玉，这位是永清侯，不亲，这位是永昌侯。皇上不知召末将进宫，所谓何事？蓝玉，年后要与北元决战，你可愿带兵出征？愿为大明身先士卒。很好，你需要多少大军？回皇上10万足矣。咱给你15万，务必一举击垮北元。末将定不会让皇上失望。蓝玉激动坏了，封公啊！此一战过后，他将与徐达、李善长等人平起平坐。咱相信你，备酒宴。皇上，战场上主帅若无绝对的权威，仗打起来便会束手束脚，甚至事倍功半。你有绝对的权威。谢皇上，还望部监军到时服从本帅安排。若是事皆由蓝帅安排，还要我这个监军干嘛？仗还没打呢，你俩这是闹哪样？皇上，燕王妃带着世子前来拜见。是徐达家那丫头啊，让她过来吧。臣告退。先别走，酒哪有喝一半的，一会儿接着喝。二人瞅彼此都不顺眼，实在是喝不下去。好家伙，你这一身膘咋长的呀？回皇爷爷话，一口一口吃出来的。高赤，今儿别走了，晚上陪爷爷睡。父皇，儿臣妾想去娘娘灵牌前上炷香。去吧。高赤，在家吃不饱吗？真吃不饱？来人，去把朱棣那混账给咱叫来。皇爷爷，你误会了，是父王嫌我太胖，让我减肥呢。胖点怎么了？朱棣这厮真是气死咱了。父皇息怒，高赤他确实有些偏胖，四弟也是为了高赤好。不吃饱饭哪来的力气减肥？高赤啊，以后想吃什么跟爷爷说。谢谢皇爷爷，但爷爷还是别让父王来了，不然我回去要挨揍。他还敢打你？你放心，爷爷给你做主，他敢打你一下，咱打断他的狗腿。众人酒过三巡，胖也吃饱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步青。世子，你认识步青？他和父王去打仗前在王府住过一段时间，我经常找他玩。皇爷爷，步青说他是朝中官员，我是世子，以后不能在一起玩了。你这家伙还挺会逗孩子玩。之前在燕王府住，和世子来往多了些，并无意接近世子。倒也不用如此上纲上线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听说高赤在家连饭都吃不饱，取我棍子来。家丑不可外扬，朱标见父皇要发飙，起身就送客。二位先回去歇着吧。臣告退。你懂打仗吗？不太懂。既然不懂，就不应该过多干涉军务。哟呵，你牛逼什么？我是监军，有驳斥之权。不狗贼，放肆！彻底疯狂！惹你！这怎么可能？蓝玉还打吗？一晃又该过年了，腊月29，京市一片热闹。先生，还有吗？京师不缺有钱人，很快四面八方就百花齐放。在院里看得不清楚，走去房顶上看。先生，家里的梯子不够长。没事儿，我带你蹦上去。先生，你会飞？哪呀？这叫轻功。
京师有钱人确实多，最后皇宫方向也放了起来，但只放了不到2刻钟便停下了。老朱还是一如既往的抠。我们回房吧。好，先生，今晚守岁，婢子有曲目献给你。是我想的那种曲目吗？那保证比较方丝要好。第2日早上，步青一开门就看到了2张熟悉面孔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青哥，你不用害怕，黄爷爷允的，咱们可以一起玩。月儿去做饭吧，今天来了个客，要丰盛些。是，婢子这就去。胖啊，这次在京师待多久啊？母妃说过了，正月15，还有半个月呢，你可得好好谨谨地主之意。成，没问题。看来皇上很喜欢你呀。那是，现在父王都不敢打我了。别太狂，等回北平试试。不提这个，青哥，你媳妇不仅长得好看，厨艺也好。世子误会了，婢子只是丫鬟。丫鬟都这么漂亮吗？别看了。嘿嘿，我可算知道青哥为啥不愿进王府陪我玩了。青哥，嫂子呢？还没呢，取那玩意儿干啥？来者是客，三宝你别站着了。就是，又不是在外公家，朋友来了，他不得好酒好菜招待呀。哟呵，胖你还会喝酒？偷喝过一次，但不好喝，哪有肉好吃啊？也对，肉无闲事挂心头，谁愿意饮酒啊？青哥，你这家太小了，黄爷爷和外公发了我好多压岁钱，我送你一座大宅院吧。胖还是一如既往的阔气，比只会画饼的老朱强多了。不用，家里没几口人，小点好，温馨。永清侯，皇上命你去曹国公府一趟。大过年的去曹国公府干嘛？曹国公病了，今儿突然病情加重，惊动了皇上，你快随奴婢去吧。哎，好。皇上，臣怕是扛不过这道坎了，以后不能再为大明分忧解难了。别说胡话，放宽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老朱是个家族观念很重的人，李文忠是他姐姐的儿子，如今看着外甥一副大限将至模样，他心里实在难受的紧。宝儿身体无大碍吧？国公病得有些重，大过年的，皇上就别在臣这儿待着了，占了晦气就不好了。好吧，宝儿你好好养病，咱先回去了。小布待会来宫里一趟。我这病治不好了，是吧？在下会竭尽全力。遥想刚来京师时，去醉仙楼跟李景龙结梁子，仅过了1年半，这国公便已是英雄迟暮。我还能活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布先生，治好父亲的病，李府有厚礼相赠，在下尽力。景龙，去送送李先生。大过年的，麻烦布先生跑一趟，一点心意，还望先生不要推辞。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你恢复一下。父亲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对吗？我儿长大了，景龙，为父有话嘱咐，你要牢记。父亲，孩儿一定照办。日后万不可再嚣张跋扈，莫要意气用事。孩儿谨记，要是孩儿再调皮，父亲就拿棍子打，孩儿一定不躲。别伤心了，明日我若一命呜呼，对咱李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年前蓝玉来过，你可知他是干嘛来的吗？孩儿不知。他是来炫耀来的，为父可以料定，年后皇上势必北伐，而且必定是决战。我若能死在北伐前，皇上的目光势必聚焦在你身上，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孩儿不要什么机会，父亲你好好养病。少他娘的娘儿们积极，老子的病养不好了，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老子死了也不闭眼。是，孩儿谨记。以后万不可和不清交恶，必须与其结交。和他结交，他够格吗？他绝对够，一介草民2年封侯，皇上费了这么大劲儿，让不清成了孤臣，就是要重用他，为太子铺路，因此他不会倒，你必须要牢牢绑在他身上。孩儿谨记父亲教诲。父亲喝药。老子要喝酒，去备酒肉来。父亲，不清说了，你现在要进荤腥，尤其是酒。进个锤子！大过年的，父亲没几日好活了，与其饱受病痛折磨，不如痛痛快快一把。先生如今贵为侯爷，是不是该娶房夫人呀？不是告诉过你，我这样的人不能成家吗？侯爷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曹国公今早病危，你快点吧，再晚真就来不及了。我操！昨儿还跟老朱保证能活1个月呢，今天人就病危了，这不应该呀！曹国公府，步青赶到时，李文忠已是弥留之际，房间里充斥着浓重的酒气。我不是说了禁荤腥忌酒吗？别废话了，快想想办法，先把宝儿的病情稳住。
谁都不愿，是我自己要喝酒。国公，你先别说话，下官想想办法。没这个必要了。怎么就没必要了？你个兔崽子，咋就不让咱省心呢？舅舅，这一声舅舅喊出来，朱元璋的心都要碎了，哪还有半分火气？宝儿，咱答应过姐姐要照顾好你，你要就这么去了，以后咱去地下如何跟她交代呀？外甥不孝，大过年的让舅舅如此伤心。宝儿，你别说了，是舅的错，是舅舅没照顾好你。舅舅莫伤心，外甥这一生虽不算长，却很璀璨。大丈夫来人间走死一遭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只是有些不放心景龙，咱一定会教好景龙的。宝儿放心，宝儿放心，给舅舅添。最后一句话终究没能说完，曹国公李文忠溘然长逝。咱的宝儿啊！我还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场景？长生真的美好吗？永清侯介意不说话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什么？皇上竟把副帅的位置给李景龙了，一个16岁的纨绔子弟，你说这合理吗？不，兄弟，我们可不能被这毛头子搅了大事啊！我们谁跟你我们啊？不，兄弟啊，保险起见，咱们还是把他踢出去为好，他配吗？永昌侯，若真是皇上钦点，你总不好让我跟着你一起抗旨吧？不，兄弟放心，此战大胜，老哥定会在皇上面前为你请功。我可不掺和你们这破事，告辞。小布回到院里，椅子还没暖热，便有客上门。景龙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寒舍寒酸，今日太阳正好，不若在院里晒晒太阳可好？永清侯清正廉洁，景龙钦佩。别这样，你还是恢复嚣张嘴脸吧，求求你了。这次景龙来是真心求教，永清侯有北伐经验，想跟永清侯取经。李景龙也来套近乎，我怎么就成香饽饽了呢？翌日，兵部衙门，顾清、蓝玉、李景龙汇集于此。东道主兵部尚书靠边站。此次北伐，我是老大，粮草只能多，不能少。你丫算个什么东西？接上集，李文忠用命给李景龙夺来副帅的位置，遭到蓝玉的强烈反对。此时二人已经在兵部掐起来了。这次北伐出动大军15万，深入漠北草原，粮草只能多，不能少。是，侯爷说的是，不知侯爷要多少粮食？200万担啊！这用不了这么多吧？都够大军吃1年了。侯爷啊，皇上他知道吗？本侯是主帅，这是皇上的原话，你敢抗旨？下官不敢。不监军为副帅，你们的意思呢？哼，他们能有什么意思？我是主帅，听我的。永昌侯叫我主帅。主帅实在用不了这么多啊！你个小刁毛懂什么？打过仗吗？主帅可否解释为何要这么多粮草吗？你打过仗吗？我也是去过漠北的，不过是去混军功罢了。蓝玉跟个怨妇似的，对完这个对那个，一旁尚书满脸焦急，心里却欢喜不已。打起来呀！永昌侯莫要猖狂，当本国公不知兵吗？哼，不过是依仗附庸罢了，脱离了你老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跟你拼呢！娘的，跟谁争老子呢？哎呀，国公侯爷，你们可别打架呀！好家伙，来真的是吧？就这，老子只用一只手，照样打得你哭爹喊娘。你敢骂我爹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那妈的！都停手！遇事不决，去找皇上。你可敢随我去皇宫？我懒得搭理你，你批不批？根本用不了那么多。国公高见，徒爷，国公说的有理啊。有你娘的理！老子再问一次，你到底批不批？蓝月，信不信我这就去参你一本？徒爷，国公要参你呢。要打报告，尽管去便是，少在这娘们唧唧的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蓝月，希望皇上来了，你还能这么有种？李景龙彻底炸毛，拂袖离去。你他娘的到底批不批？我这就去办。那个不，兄弟啊，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是李景龙那厮先动的手，是不？你都把人家揍成那熊样了，谁先动的手还重要吗？皇上若是问起，我自会如实回答。不过主帅，你调这么多粮草，是不是得给我这个监军一个解释呢？漠北草原可不只有草原，还有沙漠。若是北元皇帝逃向荒漠，总不能看着援军逃跑，咱们再慢悠悠的割草吧。你是说给马吃的？那这个粮食确实不能省，那你为何不直说呢？地图你应该也看了吧？这么浅显的道理都参详不透，咱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蓝玉狂却也有真本事。
随后朱元璋赶来，把蓝玉臭骂了一顿。李景龙这打白挨了。3月初教场之上，15万大军集结于此，和元朝的仗打了太久，久得让不服输的朱元璋都倍感疲倦。30余年了，咱24岁起事，历经16年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立国后战事从未停歇，又是16年的征战。今年洪57年，终于迎来决战时刻。为了大明江山日月永存，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战乱之苦，咱要你们奋勇杀敌，马踏连营，咱要你们完成无上伟业。血战沙场，誓死方休。此战若不能胜，当自刎谢罪。这人傻逼吧？此战若不能胜，当自刎谢罪。啊！我丢，又一个傻缺。此战若不能胜，当自刎谢罪。李副帅第一次出征还习惯吗？确实有些不习惯，不怕不凶笑，文中叮咬的我每天都睡不着。过几天就习惯了。走吧，去大营吃饭去。不凶去吧，我吃过了。还是去大营和大家一起吃吧。蓝主帅虽然脾气臭了些，但打仗还是很厉害的。你多跟他接触，比你苦苦钻研兵书要有用的多。不凶所言极是景龙浅薄了。不见君快随我来，有害动情。你就这玩意干嘛？呦，你这只明明射中了翅膀，你把它捏死了。对啊，这有啥用？我准备烤了它。你懂个锤子！老子故意带了几个会熬鹰的猿人来，这海东青可以为我所用。你他娘的暴殄天物啊！啊，那个不是还有一只吗？我要是没把它们射下来，一只都没有。做人要知足常乐。抹伤了他的羽毛，让那些猿人去熬。要是给弄死了，你也别活了。是，大帅放心，小人有经验，绝不会让这只海东青死了。这只死都死了，要不还是烤了吧。多放辣椒，少放盐。10日后，距离目标不到200里，蓝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这屌毛怎么了？这么严肃，搞得我也有点慌啊。娘的，有些不对劲啊！你有没有觉得少些什么？少了什么？海东青啊，这玩意儿稀有不假，可元军主力更是北元皇帝的行宫所在，怎么少得了这玩意儿？也有可能是咱们运气好，没遇见。但愿吧，我不怕打，就怕万一找不到元军主力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奶儿不花已经归顺大明，万不敢拿大明开涮，除非他不想活了。说的也是。步监军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轻骑先锋以星夜赶回，前方并非元军主力所在，甚至未见一人一马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帅已召集众将，商议如何抉择。你快随我去吧。主帅营帐，将官个个面色阴沉，本以为可以立功领赏，却连猿人一根毛都没见。根据勘察，前方地确有大量元军驻扎过的痕迹，但现在都跑了。步监军，你怎么看？遇事不决，找老朱，这事得上报皇上。不行，来回1个半月，太久了。驻军1个半月，哪里还有士气可言？大帅，末将以为步监军所言有理。众将求文打算直接甩锅，但蓝玉可不甘心放弃这个北伐大胜的机会，他要拉一个重量级人物帮他说话。李副帅，令尊是本帅敬佩的人，虎父无犬子，眼下情况，李副帅有何高见？我操，这蓝玉也太不要脸了，李大虎啊！大帅过誉了，不过既是一议事，那本副帅也不好藏私。我以为不能驻军，必须要让大军有事做。才夸2句，李景龙已经飘了。漂亮，那我们该如何做呢？猿人逃了，但我们可以找啊。刚对你印象好点儿，你就开始出昏招，茫茫大草原上哪去找？李副帅言之有理，虎父无犬子，虎父无犬子啊！大帅客气。草原茫茫，想找到元军主力，几率实在太过渺茫啊！我知道猿人往哪儿跑了。哪儿呀？前方荒漠，元军大营连帐篷都没收拾完，定是察觉了我大军痕迹，躲进了最近的荒漠。大帅，你太武断了！15万大军进入荒漠，一旦迷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步监军，难道你以为我蓝玉会为了一己之私，将15万大军置于死地？好，我信你一次，不过不可太过深入。那是自然。历史上蓝玉打赢了这一仗，可如今变故这么大，还会赢吗？蓝玉好像魔怔了，为了大胜，竟把15万大军带进了荒漠。如此大的风险，连穿越者都怕了。大帅，不能再进军了。3日，再行3日，3日后若还未找到元军主力，大军就回撤。
蓝玉，你很清楚，3日根本不可能找到援军主力。万一找到呢？李副帅，难道你也想就这么回去吗？那好，就3日。顾先生这么久都坚持了，不差这几天。到时候找不到，我们沿原路返回便是。不错，步青，算我求你了，还不成吗？好，3日后你若仍执意进军，我打残你这个侯爵。好，若我食言，你打死我都不带还手的。出事了，步青，蓝玉他带人跑了。跑了？带着他的义子、亲信、马蹄果部、子时跑的。他带了多少人？近15000人，主将全是他的义子、亲信，只带了3日的粮草，一路疾驰往前跑了。步青顿时心凉半截，蓝玉这次用的是阳谋，只带3日补给，就是为了让大军去接应他。啊！他奈奈的15000人啊！蓝玉是真他娘的狠啊！现在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军中铁令，主帅陷入险地，不去营救，斩！天蒙蒙亮，数十万大军带着辎重，历经10余日才和蓝玉会合。步先生，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咱们得赶紧往回赶。再晚些，咱们留的标记只怕会没了。回不去了，风沙这么大，除了人，其余任何标记都会被黄沙掩埋。不信大可去试试。最担心的局面还是发生了，大军迷路了。咱们的粮草还够用很久，不用担心，待找到援军主力，回去根本不是问题。大军再次上路了，在荒漠里漫无目的的前进着。10日过去了，仍是未见袁饶一根毛，军心已经开始涣散。步兄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一旦营效，那这15万大军算是彻底玩完了。步先生，帐内说话。怎么了？那个有马河水即将告罄啊！小点声，你是读书人，肚子里有墨水，想想看有无办法。这情况就是孔夫子来了也变不出水来。我想到了，我能变出水来，不过分量应该不多。但现在士气如此低迷，这个怎么解决？你真有办法，只要你能解决这个，士气交给我来。听闻步兄弟是仙人张邋遢的嫡传弟子，可是真的？你问这干嘛？晚上你开坛做法，当着大军的面把援军主力所在算出来。这不是扯淡吗？我要有那本事，也不至于眼睁睁看着大军陷入绝境。能不能算出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士兵们相信你算出来了。晚上大军驻扎下来，蓝玉这一波是让他哄骗3军。将士们，步监军是仙人张邋遢的嫡传弟子，精通阴阳术数，算无一策。他已决定凭着消耗寿命的代价干炮天机。我仙人张邋遢唯一嫡传弟子，将士们一路辛苦，口渴难耐，我先施法为大家求得仙水，而后再施法算那猿人主力所在。梦塞图了梦卡，梦谁图了梦谁卡。我已施法完毕，大家只需将铁盔、木桶、盆碗等器皿固定好，把刀剑悬于上面，明日仙水必现。又睡了，真的又睡了。这是仙水啊！步监军，步仙师真求来了仙水。好样的，这一仗打胜了，我一定会给你请功。大帅，这点水解决不了问题呀，将士们最多能撑半个月。我有预感，我们和援军主力很近了。终于在10日后的一个下午，一个猿人敖英师声称有重大发现。大帅，找到了，找到水了，甚至找到援军主力了。当真？大帅，请看这个，海东清带回来的。蓝玉定睛一瞧，赫然是一片指甲盖大的鱼鳞。援军主力定然就在附近，传令全军前进。一夜行军，翌日晌午，将士们眼也不眨地看着正前方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援军主力。伯仁，你且看好，大军挺进。要是大军休整一夜，吃饱喝足，战力定然更上层楼。你李景龙根本不懂打仗。可大军一昼夜的进军，中间只休息了1个时辰，大军疲惫是不争的事实。士气会消弭一切瑕疵，就这也敢把知兵挂在嘴上？你知个屁的兵！决战时刻，谁他娘的敢质疑本帅？老子剁了他的脑袋！大帅，要不要卸下辎重，全速进军，早一刻抵达，早一份先机啊！不用，他们来不及了。眼下我军占尽优势，稳扎稳打便能赢，没必要冒进。哦，蓝玉打起仗来是真的细啊，与平时的表现判若两人。中军听令，列左右尖刀阵，以犄角之势直冲援军大营，分割战场。左一军，右一军，列雁行阵，进行迂回包抄；后一军原地待命。蓝玉的军事才能已无限接近父亲，甚至已经和父亲徐达、常遇春他们在一个高度上。毫无准备的援军做梦也没想到，真有明军会从荒漠里传出来。这一仗败局已定，放弃抵抗，缴械不杀。
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国人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，而且比你做得更好。国人便是常遇春。此一战后，世上再无北元朝廷，元廷就此瓦解。如此功绩，可当封狼居虚乎？大帅，当务之急是先把北元皇帝控制在手。去他们的皇帝行宫，把北元皇帝绑来。大帅，还是温和一点为好，让他们皇帝太过难堪，万一引起降军兵变，后果你绝对承担不起。皇上说了，不可侮辱元廷的皇帝，大帅可是要抗旨。行吧，那就把他请来。仗打完了，三人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但就在此时，一支百余骑兵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了重围。是北元皇帝。接着跑啊！终于能回家了，也不知道墨月在家干嘛。不贤师，你睡了吗？叫我步监军。步青一阵头大，他已经能够想象到大军回去后，步仙师的事迹传遍朝野了。什么事？步监军，大帅有礼物要送你。礼物送进来吧。你的是什么人？你的听得懂汉话吗？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？哼。你们汉人都这么虚伪吗？若不是你要求，我会被送来吗？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少假惺惺了，我能回去吗？享用吧。你一点也不可爱，甚至可恨，我看不上你。糟了，蓝玉，你这么快，那公主如何？不亲，老子对你够客气了。李景龙那小子，我都没给他送，唯独给你送个公主，你他娘的别不识好歹！你他妈把大明的脸都给丢尽了！你他娘的没完了是吧？真当老子怕了你不成？小布这次是真发怒了，给蓝玉好一顿揍，都给揍懵逼了。不就是个妃子吗？能咋的？老子辛苦了这么久，还不能享受享受吗？蓝玉，你若还这么下去，早晚把自己作死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打？哎呀呀，大帅，你没事吧？少他娘的跟我阴阳怪气！老子最瞧不起的就是你啊！李景龙又成受气包了。蓝玉给北元皇戴了绿帽子，被小布狠狠揍了一顿。蓝玉打不过小布，把怒气全发李景龙身上了。不清，你说句话呀！不清，你他娘的看着我挨揍是吧？蓝玉，停手吧！这事你怎么解决？解个屁！你少他娘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真以为老子怕你啊？李景龙瞧见一旁衣衫不整的女子，终于明白过来发生啥了，一下子就来劲了。蓝玉，你竟敢做出如此有辱大明之事，老子也要狠狠残你！你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北元皇帝知晓，后果会多严重？哼，一个阶下囚而已，能翻起多大浪花？你菩萨还有3分火气，何况是皇帝被戴了绿帽，人家能咽得下这口气？这么多降军，一旦兵变，你有想过后果吗？来人，去把北元皇帝看紧点儿，不得让他与任何人接触。蓝玉，女人重要还是战功重要？你好好掂量一下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回京后，你看我参不参你就完了。大军凯旋的路上，主帅、副帅鼻青脸肿，但没人敢问。三人骑着高头大马，一路相当沉默。至此，有意的船翻得个底朝天。大帅，守城将领说，已经过了时辰，让咱们辛苦一晚，明儿再进城。放他娘的屁！弟兄们血战沙场，拼死作战，竟然连城都不让进。大帅，你冷静一下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老子是谁？哟，是永昌侯啊！末将见过永昌侯。少废话，赶紧开城门！侯爷见谅，末将今儿要是开了城门，明儿就会被押到断头台。边关重地，容不得变通啊！你他娘的找死是吧？既然规定不能违背，那就再让将士们委屈一晚吧。哼！别怪老子欺负你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准备，你不开，老子给你轰开。蓝玉，这我可要管了。蓝玉，你敢攻打咱大明的城门，回去后我定要向皇上弹劾你。弹劾！你他娘除了打报告，你还会干啥？一个依仗副英才坐上副帅位置的人，你有什么脸面逼逼赖赖？离开了你老子的光环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蓝玉也好意思说别人走后门？要不是靠着你姐夫，你能有今天？要不是依仗着太子七舅这个身份，你能坐上主帅？两人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长，一个动手，一个动嘴。蓝玉，你要有种，就打死老子了，不然老子回去了，你得不了好。蓝玉停手，要打回营仗打，当然你俩要不嫌丢人，当我没说。回什么营？今儿非攻进城不可。那妈的！
打扰了兄弟们，我保证他不会乱来了。第二日天刚亮，守城将领亲自出城迎接大军。你个狗日的，可真能耐！蓝玉有大将之才，却无大将之德，跟徐达、李文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二。永昌侯、曹国公、永庆侯，皇上备了酒宴，为3位庆功，还请快快随咱家进宫，莫要让皇上久等。不兄，你弹不弹劾他？你呢？娘的，看我弹不死他丫的！嘿嘿。数十年的大敌，如今一朝破灭，蓝玉你就是咱的重卿啊！皇上过誉了，这次之所以能大获全胜，不仅帮了不少忙。是吗？咱果然没看错人。蓝玉这招拉拢不清，避免等会儿李景龙打报告时不轻帮腔。皇上，臣有言要觐见。起来，今儿别动不动就下跪，有什么说什么。皇上，您曾说过对北元皇室家眷必须尊重，但蓝玉却凌辱元妃，导致元妃羞愤自尽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回皇上，曹国公所言句句属实啊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今儿咱们好好喝一杯。皇上，臣还有言要见。说吧。还是蓝月班师回朝，回到喜峰口时，因过了时辰，守城将领不愿开门，他就要令大军攻打。这下老朱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，攻打自家关隘是篡权谋反都不为过。你放屁！皇上到了家门口，末将实不忍再让将士风餐露宿了，于是便和那守城将领发生了争执，实无攻打城门之举啊！不是你不打，而是步青有拦着，你没打成。皇上，蓝玉抛下大军，带着1万多人深入荒漠，迫使大军不得不去接应，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15万大军就要全军覆没了。本帅指挥大军全胜北元，你是只字提也不提啊！那是将士们用命血拼出来的，怎么就成你的功劳了？你杀了一个元人吗？我忘了，蓝大帅还是杀过元饶，侮辱元妃，导致人家羞愤自杀，也算是间接杀了一个元人。哎呀，皇上你看，蓝玉想杀我呢。皇上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一路被蓝玉打的那叫一个惨啊！蓝玉，怎么样？蓝玉这是咋了？很危险，急火攻心，要是救不过来，就过去了啊！蓝玉，你可千万别死！一边玩去，别在这添乱了。李景龙，这呢？你，我操！景龙，你快出去吧！皇上，你快画饼啊！此番大胜，蓝玉你功不可没，不用听那小子胡言乱语，咱心里敞亮着呢，该有的赏赐绝对少不了。谢皇上明鉴。小布，你带蓝玉回家休养一番，3日后咱大摆庆功宴。先生，这次回来能在家休息很久吧？不出意外，以后我都不出去了。哟，不兄好福气，这样的可人做丫鬟可是不好找啊。嘿嘿，曹国公也到了适婚年龄，不打算娶妻吗？这个不急，那个蓝玉那厮还好吧？没啥事了，不过庆功宴上，老弟还是莫刺激他的好。那是自然，庆功宴上，皇上要是打骂我，还望不兄救我一命。放心吧，不兄仗义，我李景龙就喜欢不兄这样的好哥们。庆功宴上，朱元璋跟北元皇帝有说有笑的，仿佛是多年好友。融合北元，老朱这胸襟，这气度，目光之长远，见识之卓绝，难怪能从最底层爬到最高层。李景龙继承其父大都督府左都督官职，不轻似豪华宅院一套，倒超万两，爵位提升至士爵，并赐予参政之权。蓝玉赐封梁国公，加封士爵。不兄，对面桌的元人公主为何总看我？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？你他娘不厚道，明明你也醉了，别过救我儿嘛！你俩说什么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人家是在看不兄弟呢？姑也觉得那姑娘是在看不先生你。父皇想调和汉人与元饶矛盾，你若是喜欢，回头让父皇给你赐婚，那北元皇帝肯定同意啊。那位元人公主模样也不差，你不吃亏。来，殿下喝酒不谈这个。梁国公，人逢喜事也不用如此激动吧？梁国公，李景龙，老子跟你不共戴天。都是国公，你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呢？来人，改到李景龙老巢。好气派。
里面更大呢，占地20亩，3进院、池塘、凉亭、客堂、厢房，丫鬟小厮100名，一应俱全呢。老朱总算大方了一回，走进去看看。朱标又在熬夜批奏折了，小布成了他的辅政助理。朱元璋倒是把摊子甩得干净。殿下，这帮文臣写的奏折3000字，只有2句话在说是2800，都是夸皇上啊。你习惯就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布先生回去歇着吧。总算熬到下班了，那这些还没批的奏折，吃过饭姑再来批阅，要不明天新的呈上来就批不完了。朱标似乎已经习惯了，除了脸色难掩疲倦，并无任何不满情绪。殿下，身体要紧，适当的休息很有必要。国家大事岂能懈怠？今日事今日毕。殿下说的是，臣浅薄了。蓝玉和李景龙是彻底撕破脸了。蓝玉每天必打李景龙，小布调和几次不管用，干脆装看不见了。老爷，外面来了个女子，指名道姓地要见您，带进来吧。哟，草原小猎豹来了。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？好奇呀，行军这么久，你这人怎么还是细皮嫩肉的？用你们汉话说，看起来娘们儿唧唧的。你真会说话，以后少说点。我叫木卓儿。你好，木卓儿，我叫不清，不知公主所来何事啊？我是来揍你的，看招！放我下来，我认输。下次再这么无礼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来者是客，不请我吃个午饭吗？好吧，里边请。好漂亮的女子，跟朵山雪莲似的，这是咋生的呀？还请木卓公主自重。切，我就是见她生的好看，你干嘛这么气？你到底还吃不吃了？你这人肚量真小，敢不敢与我比酒？我还能怕了你不成？来，谁用杯子谁是狗，对瓶吹。爽快，这才是汉子。大半时辰后，木卓儿脸颊酡红，被不清灌得5迷3道，眸子也不野性了。木卓公主，天黑了，咱们改日如何？你是个英雄好汉，我打不过你，也喝不过你。老爷，为国公徐达的公子徐惠祖求见，人在前院。永清侯在下有礼了，冒昧叨扰，实乃家父身体抱恙，还请侯爷辛苦一趟。好，请徐公子带路。后生，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要是没有，干脆别治了。不能吃这，不能吃那，活着也没意思。国公放宽心，被拘并非不能根治。我读书少，你莫骗我。放宽心，有点疼，忍着些。哎呦，还真疼啊！说他后生真有你的。听说你快不行了，可把咱吓得不轻。娘的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本来还真快不行了，多亏不轻到手。臭小子，干得不错！皇上谬赞了，你们聊，我先回去了。别急着走，在外面等会，咱有事跟你说。皇上，这大过年的，别一副臭脸，是大好事。我听说最近的元朝公主总去你家是吧？那女娃咋样？不咋样，又不是让你倒插门，你怕个啥？皇上，臣不喜欢那样的。人家爹都同意了，你牺牲一下怎么了？皇上，那元仁公主看不上臣，她说臣娘们儿唧唧的，总不好用强的吧？你狠狠那什么她几次，她就乖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白的一个公主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操了 DJ， 这他妈算怎么回事啊？又是一年除夕夜守岁，二人依偎着看烟花。先生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一丁点儿都没变呀？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难道这世上真有神仙，真有不会老的人？墨月无意间的话倒是给小布提了醒，时间久了总会有人发现他一直年轻的秘密。师傅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好想你。大过年的，不在屋里睡觉，在这儿抽什么风呢？师傅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可想你了。别整这些肉麻的，给你2颗丹药，好好收着。师傅，徒弟现如今发达了，这府邸够排场吧？您就别走了，好好享享福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老头子我闲不住，大好河山不比你这侯府强。师傅，终有一天你也会离我而去，是吗？这一句话，张拉他也沉默了。苦了你了，但为师真无能为力。记着，纵观历史兴衰，齐心也勃焉，齐王也呼焉。你不欠他什么，没有义务非要扛起什么。弟子谨受教。师傅，我可以改变的。乃儿不花费招安，不约而海大圣提前数年，大明宝钞也没有滥印。师傅，你大事不可逆，我偏要逆给你看。
元宵节过后半个多月未曾登门的穆卓儿来了。墨月，去准备丰盛酒菜来。不必了，我今日不是来喝酒的。那穆卓儿公主来是为了何事啊？你也知道了吧？我父皇让我嫁给你。知道。这个月儿是你的女人吧？我也不会亏待她，给她一大笔银子，遣散了我就同意嫁给你。穆卓儿公主，你是个好人，谢谢你的青睐，但我们不合适。不合适？难道本公主还不如这个丫鬟吗？公主的厚爱，在下消受不起。哼！不亲你不知好歹，我穆卓儿大元公主又岂会与他人共侍一夫？你太过分了。能和先生相处这么久，婢子已经很知足了。跟他之间，我只选你。明日先生纳你为妾。可是先生，那女子毕竟是元人公主，万一……安心做你的不夫人。对皇上来说，一个元人公主远比不上一个永清侯。第二日傍晚，毛香带着锦衣卫同僚徐辉祖、李景龙、蓝玉等人来参加小布的婚礼，人不多，却个个位高权重。内妾的流程很简单，穿上个新衣，吃个饭就算完事了。你那个青楼女子当妾，你他娘的怎么想的？6部弹劾你的奏折，咱这都堆不下了。臣实在对付不了那元人公主啊！算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明个去北平。父皇，儿臣好不容易培养出个帮手，你怎么就调走了？彪儿放心，不会很久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调和汉元的关系，事关大明千秋霸业。皇上，为什么是我？你这混账咋就不懂咱的苦心呢？咱这不是让你立功吗？等以后彪儿上位，提拔你才有理由啊！臣遵旨。北平城外，不清北平布政使为使者团送行，这一趟是为了以元人皇室带头收复各部落。穆卓儿公主。罢了，就让他打一巴掌吧。我要是反抗了，那和平使者团也没必要出发了。不亲，我想开了，你把月儿的名分收回来，可以不让她走，同样嫁给你。穆卓儿公主的厚爱，布某万分感激，却也无福消受，实在抱歉。我都如此让步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很好，是布某的不是。不亲，你混账！不钦差，还真是劲的风流啊！我要弹劾你。他妈的，弹劾老子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2月后，使者团拉了几个千人部落投靠大明，小布完成任务回京，只是穆卓儿失踪了。有人说他迷失在荒漠死了，死了个公主。朱元璋的奖励语言含娘量超高。而这边李景龙彻底摆脱了纨绔形象，但蓝玉混的就有点差了。他的义子喝醉不给钱，还把酒馆老板打成植物人了。蓝玉直接被老朱打了个半残。皇上也太不讲情面了，我那义子为大明立了那么多功劳，酒楼损坏我赔就是了，犯不着杀了他。蓝玉，我有句忠告，你要不要听？你说吧。不要再收义子了，把现在的义子也给遣散了吧。如若不然，终有一日你会栽在他们身上。蓝玉这次老实了，义子在外惹了事，直接被老朱斩了，自己也被打个半残。武将收义子，文臣收门生，大家都在做，可皇上为啥光针对我呢？那我问你，别人收多少义子？3两个吧。你收了多少？也就1000把个。可昔日皇上也收了很多义子。怎么，你要学皇上？不亲，你可不能坑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现在明白皇上为何冷落你了吧？没有帝王会喜欢一个模仿自己的臣子。我收义子全是为了打仗，这没有不臣之心啊。皇上信吗？你那些义子在打着梁国公的幌子，狐假虎威，你可就真的凉了。相识一场，我也不愿见你遭难，言尽于此。至于你听不听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我这就去跟他们解除关系，谢不兄良言相赠。洪武23年，毛香不满现状，又将胡惟庸案搬了出来，正合老朱的心思。77岁高龄的李善长全家问斩，朱标闻讯彻底爆发，直接跟老朱开撕，最后更是上演了全武行。好小子，他娘的，再来！再来，你也不是对手，我刚才已经让着你了。老子还要你让，把劲儿都使出来，让你老子好好瞧瞧。御书房5爪金龙、4爪蟒龙扭打在一起，奏书满飞。别打了，皇上停手吧！再逼逼，老子连你一块揍！还手！你给老子还手！你他娘的还手啊！我不干了，你是废太子也好，圈禁也罢，太子之位你爱让谁做让谁做，我不伺候了。这才有个皇帝呀！彪儿这孩子随他娘太过仁慈，还得是咱逼一把呀！朱标撂挑子当天就搬到二弟朱爽府上，一待就是18天。
太子殿下，回去吧，政事繁重，皇上他上了岁数，着实辛苦的紧。累的话，让6部官员帮忙便是。你回去告诉父皇，这太子我真不想当了，让他趁早改立。殿下哪有无故废太子的啊？废太子的理由，我替他想好了，忤逆君上。朱标不回去，小布就把原话甩给了老朱。爱回不回？一晃又是1个月，民间议论纷纷，朱元璋彻底坐不住了，与步青一起来到圈禁朱爽的王府。朱标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儿臣真不愿再当太子了，还望父皇早日另立储君。混账逆子，你他妈！朱元璋无能狂怒，口吐芬芳。咱知道你是怨咱杀了太多人，可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父皇呢？今日纵容不法官吏，明日百姓就会苦不堪言。李善长和姑都快80的人了，大明的开国功臣，你为何要灭他全家？心怀两端，大逆不道，这样的人不杀，留着过年吗？父皇，你总有理由，为何就不能从自身找原因吗？我找什么原因？难道是咱让他们贪污受贿的吗？若父皇圣明仁德如尧舜，大明又岂会有如此多的不法官吏？你他娘的读书读傻了是吧？儿臣不孝，辜负了父皇栽培，望父皇及时止损。朱元璋呆住了，他看得出来，好大是真不想干了。娘的，这太子你说不当就不当了，你不当让谁当？哦，父皇，这太子之位，大哥不要，我老二要，我不嫌累。嘿嘿。你叫彪儿什么？太子殿下。可是父皇，既然大哥累了，不妨让大哥歇息一下。想当的不让当，不想当的不让退，哪有这样的啊？彪儿，跟父皇回去吧。这是你逼咱的，今天我打死这个老二。老朱也太偏心了，都是一个爹娘生的崽儿，老二这待遇也差太多了。太子，我亲大哥啊，你跟父皇回去吧，弟弟求你了，我快被打死了。父皇，儿臣跟你回去，但儿臣是有条件的。彪儿，什么条件咱都答应。以后不可再滥杀了，同时也得整顿锦衣卫，他们现在太猖狂了，就连哇哇大哭的孩童听到锦衣卫都会止住哭声。这个咱答应你，还有吗？请父皇下罪己诏。啥？你让咱下罪己诏？那么多人被杀、被流放，难道就没有冤枉的吗？哼，彪儿，咱告诉你，皇帝不会认错，也不能认错，错可以改，但绝不能认。那儿臣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彪儿，你别太过分了，真以为咱不敢废了你吗？父皇废就是了。你打我干嘛？打他呀！打的就是你。母后啊，你带儿子走吧，儿子活不下去了。既然父皇不愿，那就另立他人吧。回来。咱答应你了。朱标回去第2天，朱元璋就对锦衣卫下手了，与之同时也下了罪己诏，但几乎成了自我表彰，错误全推给了毛香，斩首者只有步青来为其送行。老大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？我毛想给皇上当了一辈子刀，如今用完了，也得入鞘了。小布啊，如果可以，接济一下我的家。好。小布。老大。谢谢。53克一道，斩！至此，大明锦衣卫第1任指挥使毛香落下帷幕。洪武24年，小17朱全长成了少年，获封宁王，遭到御史反对，直接被老朱杀了一轮，直接气得朱标精气神越来越弱。殿下，太子之位不妨让旁人来做吧，你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有生命危险。你当姑不想吗？这太子之位，姑并不稀罕，姑想退，可让谁接替呢？从诸藩王之中选出一位贤明之人，并不难，殿下何须忧虑？你不懂，这万不可行。你可知为何自古立嫡立长，却不立贤？还请殿下明示。嫡长子明确，而贤明却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。一旦父皇称改立贤明为储君，各地藩王、宫中皇子、满朝文武势必会立即展开夺嫡之争，兄弟相残。你可知这会死上多少人？所以啊，大明的太子只能是朱标，大势所趋，便是父皇也无法更改。先生，你好像不开心呀？有一些烦心事儿。先生在烦什么呀？可以跟妾说吗？若你明知一件不好的事将要发生，却又难以改变，你会怎么办？俗话说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妾知道先生是个大好人，但妾却希望先生不要那般操心为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先生会很苦。好呀，那你这妮子快给我些甜头啊！先生，妾有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妾很擅长化妆呢，可以给先生化妆。给我化妆？我又不是台上的戏子。丫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先生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先生不会老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有好几年了，且每年都会把府上的下人换一次，就是怕有人瞧出端倪。那你害怕这样的先生吗？才不呢，先生这么好，妾怎么会怕呢？先生会永远活下去，对吗？也不全对，应该还是会死，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。不禁有些伤感，终有一天，墨月也会离他而去。妾希望先生凡事能看开些，正如先生当初所言，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此树。洪武25年春，魏国公徐达走到了生命尽头。丧礼期间，小布见到了小胖，小家伙已经成了少年。亲哥，5年未见，我好想你呀！可我明日就得回北平了。胖啊，少吃点吧，你看你越来越圆润了。嘿嘿。徐达走后，朱元璋彻底撂挑子了。为了培养朱标，早朝都不上了。皇上，太子的身体真的不能熬了，您就给他放2天假吧。咱老了，以后整个江山都要他来背，这才哪跟哪呀？皇上，这些年来你可曾见太子笑过？咱知道彪儿苦，咱何尝不心疼？但当皇帝哪有轻松的呀？可太子真的太累了，哪怕让他歇2天也好啊。皇上可以随臣去御书房，这个时辰常人都睡了，但太子现在绝对还在处理奏折。御书房，朱元璋心疼地看着疲惫的朱标，这一刻他不再是皇帝，而是父亲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彪儿，坐下歇歇，咱爷俩好久没谈过心了。彪儿，父皇没什么学问，做事也比较粗鲁，你别往心里去呀。父皇，儿臣不敢。以后咱爷俩不吵了好不好？父皇以后都听你的。父皇，以前是儿臣不懂事，咱想通了，准备给你放个假，出去玩一玩吧。这怎么行？政务岂容延误？父皇能体谅，儿臣已经很开心了。让你歇着你就歇着，正事咱来处理，你安心去玩。谢父皇。朱元璋解除了对朱爽的圈禁，朱标索性与二弟一起去了西安番地游玩，而小布就苦了。皇上，让臣歇歇吧，那些个状元郎哪个不能陪您啊？你没必要带着臣不放啊！你这就有些不识好歹了，老子这是让你插手朝政，是为了培养你，以后你和彪儿君臣一心。别话了，别话了，您的大饼吃不了，根本吃不了啊！卧槽，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不清你个混账！我操！混账！逆臣，你的娘给老子回来！不回不回！混账啊！你的娘再跑，老子这就剁了你！罢了罢了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能让皇上解气，臣也值了。你过来，咱给你几个大逼兜，此事就算过了。刘强，你不是和太子殿下去西安了吗？皇上出大事了，太子殿下他。彪儿，咱的彪儿怎么了？殿下他红事了。不可能，彪儿还不到40，怎么可能？太子他现在何处？已经被人抬出进了宫。太子是病昏了还是真？大人，卑职岂敢乱言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一会儿把太子抬到何处？如何安排？抬去乾清宫吧，我把皇上弄醒。回家了，彪儿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彪儿。朱元璋将儿子的手放在胸膛捂着，却怎么也捂不热。好久好久，天色大亮，晨曦透过门窗洒将进来，照在了朱元璋雪白的头发上，一夜白头。彪儿是怎么死的？从离京起开始，给咱事无巨细的说。回皇上，自离京之后，殿下的笑容也越来越多，饮食、睡眠皆无异常。5日前的中午，太阳正好，殿下看住路两旁的绿油油的麦田，兴致格外的高。而后起脚骑马，策马狂奔，臣等一直跟着，直到大半时辰后，马累了，殿下才勒马停下。然后殿下感慨了一句话，便落下马来。臣等骇然上前，但殿下已经。当时二皇子也在，臣绝无半句虚言。彪儿当时说了什么？快哉！郁郁数十载，于今时今日最为快哉！郁郁数十载，郁郁数十载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太子薨逝，这么大的事儿无法隐瞒。5更时，满朝文武都跪在殿外了。这就是大事吗？不，还有机会，只要不让朱允文坐上储君之位，一切皆可挽回。乾清宫殿外，群臣跪了一地，蓝玉、李景龙早已泣不成声，不时有痛哭的文臣晕倒过去。皇上节哀，您现在必须要休息了，社稷要紧。咱都明白，你觉得何人可接替储君之位？臣不敢妄言。放心大胆地说。
长次有序，按照礼法应该。小布直接越过了皇孙，将老朱的视线转移到了皇子身上。就老二那熊样，他能当皇帝？既然二皇子不合皇上心意，那就老三也不行，他没比老二强哪去？终于轮到老四了，朱老四啊，朱老四，当年那一顿酒，我可没白喝你的。第二，确实称得上优秀，咱的这些儿子中，唯有他最像咱。对啊，对啊，快继续往下说啊。那就，皇上，二皇子求见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朱爽，让那畜生进来，老子倒要问问彪儿是怎么死的。是你杀了彪儿，一定是你。冤枉啊！父皇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没野心啊。休要狡辩，上次咱就看出了你的不臣之心，今儿咱就为彪儿报仇。爹，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真要杀儿子吗？一句爹把老朱叫得清醒几分，手中的长剑也停了下来。大哥薨逝，儿臣的心也疼得厉害。可是父皇，那是我亲哥啊，我在混账，也不能害我哥的命啊。退下，所有人都退下，咱累了，咱要休息了。朱标谥号一文太子，史上最强太子，落下帷幕，就此长眠。蒋掖召集所有在京锦衣卫前往各位藩王藩地，所有藩王为太子设立灵位，给太子上香祈福，为期半年。在此期间，藩王、王妃、世子等宗室不得离开王府一步，谁敢违抗，立即抓起来押赴京师。微臣遵命。北平的燕王你不用管，皇上放心，藩王那边一定不会出乱子。稳了，终是稳了，朱老四要上位了。小布啊，皇上可是让臣去北平，臣这就去。你急什么？咱的旨意都没听，你去了干嘛？请皇上明示。你是不是以为咱要把弟儿立为太子？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立皇子呢？这些天咱想了许多，咱一思再思，再思而三思，终是觉得立皇子不妥。皇上何出此言？成熟的藩王都更有优势啊！小布实在不愿让朱允文有上位的机会。你看得太浅了，弟儿他真像咱，他要是老二就好了。皇上，可燕王真有治国本事啊！不轻啊，藩王做太子，一旦那样做了，将会释放出一个危险到极点的信号，那就是藩王也可以做皇帝。小布瞬间浑身冰冷，古人傻吗？朝堂上随便揪出一个人来，哪个不是打败无数对手才脱颖而出的？老朱能从一个碗到一个国，又岂是泛泛之辈？明日你就出发去燕王府，储君之位不明朗之前，你不要回来，回来就意味着站队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。朱允文、朱允通兄弟夺嫡之争开始了。小布离开后，文臣武将立即红着眼开撕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晚年的朱元璋依旧老辣，一夜之间就控制了所有藩王。朱允文、朱允通夺嫡之争正式开始，而小布则是远离朝堂，来到了北平。燕王接旨。臣朱棣接旨。太子薨逝，令燕王朱棣为太子设立灵牌，上香祈福，为期半年，期间不得离开王府半步。什么？大哥他？殿下节哀。大哥。殿下，锦衣卫需昼夜对王府进行监视，还请殿下配合。本王配合。不先生，本王想召些僧人进府，为太子殿下祈福，可否？不行，非常时刻，还望殿下理解。殿下不可违逆皇上。本王理解。对了，皇上说了，若是殿下强行出府，锦衣卫会立即将殿下押送京师。哼，不行，你耳朵塞驴毛了是吧？老子配合，你没听到吗？下官也是奉命行事，殿下要是不满，大可说出来，下官回去如实上奏。本王没有不满啊，你不要乱讲，本王会严格遵守父皇旨意。朱棣被圈禁了，连守门的、送菜的都是锦衣卫，每天就靠闷酒打发时间。殿下少喝点吧，身子骨要紧。你甭管。殿下闭嘴，老子喝个酒还不行了？再啰嗦，老子休了你。朱棣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真当老子怕你不成？能过就过，不能过那就不过了。我这就让外面的锦衣卫去找钦差，你写完休书我就回京师。嘿嘿，老大出事了，咱爹要休咱娘。哼，就他，别听他吹牛，他要有这个胆子，也不会那个妾都不敢纳。万一呢？你心咋就那么大呢？吃就知道吃，胖死你得了。这不是咱娘让我多吃水果减肥吗？咱娘是让你当饭吃，不是让你饭后吃。哥呀，咱这个家都要散了，你赶紧去劝劝吧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瘦成老三那样儿的可能性，都比咱爹休咱娘要大。嘿嘿。
伯牙哥呀，你快去劝劝吧，我刚偷看到咱娘把休书都写好了。咱娘写休书，咱娘要休咱爹。行了，谁也休不了谁，两口子嘛，哪有不磕碰的？还有，你俩咋不去劝？你是老大，父王对你最是疼爱，我们比不了。得了吧，他打我比打你俩还狠。世子、二王子、三王子，王爷让你们过去呢。我就知道咱爹会服软，不敢别吹牛啊，自己几斤几两都搞不清楚，逞什么能？另一边，朱棣九彻底醒了，看着递到眼前的休书直摇头。妙云，我承认刚才我说话声音大了点。画押。不画，你看你，我刚才那是酒话，你咋还当真了呢？酒后吐真言，妾已是半老徐娘，已经年老色衰，就不让殿下瞅着烦了。谁说的？我看着妙云也就20出头的样子，可不像几个孩子的娘啊。朱棣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外瞅，这几个兔崽子咋还不来？孩儿见过父王，见过母妃。高氏来了，老二老三呢？真的，父王。父王，母妃，你们吵架了？刚才爹酒喝多了，说了2句胡言，你娘就生气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是你要休妻，咋就我胡闹了？母妃，父王他就那样，没事爱气个人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对啊，你看高氏多懂事。哼，休妻是可以乱说的吗？我14岁就跟了你，你却这么待我。我是喝多了，加上连日来的苦闷，一时口不择言。好大儿，再讲2句。母妃，你甭搭理他，他就是个碎嘴子。母妃，我也说你2句，真要不过了，俺们3兄弟咋办？就是。儿子说的对呀，3个儿子可咋分？要不咱再生一个？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混话呢？朱棣见媳妇气消的差不多了，扭头朝好大人怒道：“赶紧滚蛋！”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下次可别求我。我家妙云真好看。我知道你的苦闷，虽然妾说话难听，但有些话。妙云，你说我不生你气？无论皇上如何抉择，似乎都轮不到殿下。把圆容挡在国门之外，殿下一样可以名垂青史。殿下漠视了平常心，更不可。我岂敢有那种想法？不光家业儿女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胡来的。放心吧。对了，那位布先生是父皇的绝对心腹，上次殿下对他冷言以对，万一他回去告你一状，他敢？你在我跟前还逞什么能啊？还是缓和一下关系比较好。妙云，你不懂，不情那厮，他拿人手不短，吃人嘴不软，根本不值得相交。不可能，我关那不清谋正神清，绝非大奸大恶之辈，殿下莫要置气。哼，殿下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可知皇上为何要所有的藩王都禁足在家？你的意思是父皇要立皇孙做储君？朱棣更不服了，凭啥呀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朝中的征敌正在激烈进行，而不清却大老远跑来北平，这说明什么？明哲保身，他牵扯其中，老油条一个。哎呀，朱棣，笨死你得了！人家是绝永亲侯，皇上特批钦差圣旨，2次大胜，人家都有大功，人家这身份办得着大老远来北平看住你这个藩王吗？你脸咋这么大呢？我明白了，是父皇假借机会，特意让他来避祸来了。日后不管谁做储君，他都不会受到影响。这狗日的命真好啊！殿下，无论如何，跟不清这样的人结个善缘，对咱燕王府来说没有半点坏处。行吧，明儿我请他喝顿酒便是。清晨，鹅毛大雪还在下着，白雪皑皑，这样的景象是在金陵看不到的。真冷啊！这个天气就应该支个火锅，温上壶酒，涮上肥美的羊肉。来人！大人有何吩咐？去买些酒肉来，多买些佐料，辣子也多买些。大人用不了这么多啊。多买些，待会儿支个锅，大家都吃。等会叫上值夜班的兄弟吃点儿暖暖身子。是，大人。三宝见过布先生，王爷思念皇上甚重，想请钦差大人去府上一叙，以解相思之苦。卧槽，这绝壁不是朱老四的字，字迹娟秀，这是王妃写的吧？大人要出门，这银子大人收回去吧。你们拿去吃喝吧，这么冷都暖暖身子。殿下，就咱俩啊？咱俩还不够，有点冷清了吧？去把世子换来。算了，把王妃、老二、老三也叫来，去弄2个炉子。今儿这天气最适合涮肉喝酒。啊，对，下着雪，这天就适合吃火锅。谁能拒绝大雪纷飞、寒风呼啸的天气里一顿汤汁翻涌的羊肉火锅呀？殿下，如今关外局势如何？
不太乐观。猿人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2夜前竟然有支1000人队伍趁夜偷袭，要我说就该狠狠的打服他们，一味的迁就只会让他们觉得大明软弱可欺。那北元皇帝死后，关外的部落又开始不老实了。不兄弟，马上要过年了，本王判断猿人很可能会来此劫掠，万一猿人来了，殿下自当出门扛起守边之责。好，你小子总算是说了句人话了，本王敬你一杯。胖啊，你这体格还是多锻炼为好。我在减肥啊，我现在都改吃水果了，还是瘦不下来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水果是让你当饭吃，不是让你饭后吃。老二，我看你最近有些飘啊，快过年了，别逼我扇你，要不下来试试吧？高旭，你放肆了，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？老二又没错，要打高氏还真不是高旭对手。老二，你傻了吧？这个家谁说了算，你不知道吗？大哥，弟弟冒犯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算了，大哥心大，这桌的驴肉没了，你把你那桌的端过来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啊，胖啊，刚才那一盘你就可劲儿炫，我才吃了2片啊。亲哥啊，就可尽造吧。他日若一同吃席，定不能跟胖一桌。这景象，当策马狂奔，若有敌来犯，雪下杀敌，染红漫漫大雪，何其壮哉！亲哥也喜欢赏雪吗？在金陵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象。金陵四季如春，江南水乡独有的韵味更是鲜有能比拟，这里不过是苦寒之地罢了。燕王妃此言差矣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尽折腰。自始皇大建长城外，韦大明对建长城最为上心。那万里冰封的波澜壮阔，让穿越者豪情迸发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击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你们怎么了？殿下的意思是说，这首词前不见古人，后难见来者，当千古绝唱。亲哥大才啊！朱棣这一刻明白，为何父皇会如此宠爱不亲。不先生大才，本王敬你一杯。不敢当。殿下，你觉得关外的部落最近对我大明态度如何？你看着吧，10年之内，猿人必定会大举来犯。怎么会这样？元皇才刚下线，他们就忍不住了。本王能感觉得到，猿饶众多部落正在逐步融合，而今年除夕，猿人必来劫掠。殿下，对于援军来犯，你有几成把握？5成。猿人要么除夕夜来犯，要么大年初一，这是我大明最松懈的时候。小布有些发愁，现在军队被老朱封了，能动用的只有朱棣的3位，那朱棣出府他定有罪，可他又怕猿人真来了。殿下可否先通知3位，让其做好备战准备？除夕这夜，小布登上长城，审视着边外。北平不正时也不陪老婆孩子了，只为在御前红人面前好好表现。钦差大人，你说猿人会来吗？这么冷的天，长途奔袭，一路上不知会冻死多少人呢？不来最好，皆大欢喜。大过年的，布政使大人还不辞辛苦，本钦差钦佩。哪里，识君之路，为君分忧，让百姓过好年，才是大明官员的第一要务。布政使大人文臣出身，身子骨稍弱了些，回去休息吧。无妨，下官虽是一介书生，士兵们扛得住，下官也扛得住。卧槽，真来了啊！援军来了，所有人听本王号令。参见燕王殿下。立即召来城内待命的2位，全面接手所有城防事宜。末将遵命。坚守城墙，半时辰后，我们的援军就会赶到。燕王殿下，钦差大人，看猿人这火把数量，绝不下5万人，甚至更多，这来得及吗？瞧你这点出息，明儿绝不耽误你过大年初一。还好提前让3位做足了准备，为防万一把燕王也给带来了。小布很有自知之明，不是见识过2次战场就可以做将军了。放箭。石头一块块撞在城墙上、木门上，每一下都仿佛撞击在人心上。天子啊，一定要保佑大明，一定要守住啊！双方逐渐进入狂热，越来越多的猿人冲上城头，与明军厮杀在一起。殿下，咱们的援军咋还没到呀？快了，最多再有1刻钟。
殿下呀，您要是有个闪失，这城还如何守啊？撒开，人都杀上城了，你让老子干看着吗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一个钦差监侯爵，一个藩王，哪个挂了我也好过不了。天子呀，请赐予我力量吧！终于来了，援军来了！撤退，快撤退！结束了。此刻敌军大乱，殿下为何不追击？没法追，猿人几乎都善骑射，弓箭手不值钱，撤退之时都是弓箭手殿后，容易被放风筝。哦，殿下英明。放心吧，他们好过不了。他们这次什么都没抢到，回去的路上不知又要死多少人。别看他们现在是盟友，回去后少不得窝里斗。燕王朱棣护城有功，赏宝超50万，永亲侯不清，生太子太师贤，藩王为太子守灵期未到，不可回京。庆功宴上，众将齐聚，胖的嫡长子地位比他娘还高，跟小布一桌。亲哥啊，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？怎么，世子想出去了？那倒不是，我懒得动，就是问问。好久不见一次，你这一走，估计又要好久了。走的时候来一趟，咱们喝一场。没问题，按制。钦差走的时候要拜见藩王，到时候一定来。嘿嘿。不得不说，胖是懂吃席的，一人吃了4道烧鸡，只留了个鸡屁股。早知道他来，我便不来了。亲哥，待会喝杯茶再走吧。哦，好。波先生，本王已有2年未见过父皇，他还好吗？王爷若实在思念皇上，可以写一封书信，下官这就让属下加急送往京师。本王思念父皇甚重，非一封书信能解。本王想去京师拜见父皇。皇储未定，朱棣刚立大功，认为还有机会。下官若带殿下回京师，那就等同于表明立场。文臣不是傻子，勋贵也不会看不出来，何况圣明的皇上。波先生，本王最重情义，你只要同意带我去京师，他日你懂的。下官还有些事情要忙，失陪了。你不能走，就是聊聊儿，本王不会勉强你的。不亲知道，今日不让朱棣死心，无论如何也走不掉。殿下，文臣的态度你可知晓？知道，那些文臣嚷嚷着削弱藩王势力，甚至让皇上停止分封，但本王也并非毫无优势。我的岳丈是徐达，大明第一武将。徐达影响力是大，但常家也不遑多让，何况还有个风头正盛的蓝玉，你这根本不行啊！这些话不好明说，小布举了个不算很恰当的例子。树上结了一个桃子，2个人都想要，却在这时忽然有个人要加入，前2个人会作何感想？这搅局的第3人非但没可能摘到桃子，还会被2人联手一顿毒打。下官告辞。啊！父王，到此为止吧。儿子啊，咱爷俩好久没聊了，今儿咱们好好叙叙旧。父王如果是让我劝亲哥，那这就不叙也罢。问你妈！呵呵，赤儿，爹这么拼为的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吗？不怕老子败家，就怕老子要创业。爹呀，你让儿子省点心吧。我的好大儿啊，从明天起，爹不再限制你吃肉了。其实做个世子就挺好，爹你不用这么拼。赤儿，你是知道的，爹最疼爱的就是你。不是老二吗？爹你不常说老二像你，我这一身膘瞅着就烦吗？什么一身膘？你这叫稳重，老二能跟你比吗？瞧瞧他那尖嘴猴腮，他哪里及得上你半分？胖一脸受用，示意再讲2句。赤儿啊，你和不亲关系好，以后多走动走动。爹啊，大局已定，你稳重点行不？朱棣都惊呆了，这还是他的崽吗？拿人不手短，吃人不嘴软，这分明就是不亲第2。问你妈！混账！不亲你个狗日的！你他娘的混账！爹呀，我不是不亲，我是你儿子啊！朱棣的半年禁足之期已到，但金陵的夺嫡之战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。而今天朱棣特地摆了送别宴。顾先生，先前殿下言语有所欠妥当之处，还请莫放在心上。密有相续，出得他口入的你耳。顾先生可莫要说些离间皇家父子感情的话，不然顾先生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才是呢。没想到这娘儿不仅长得漂亮，段位也如此之高，难怪老四被治得服服帖帖。下官明白，还得是妙云啊。高赤，你和顾先生相识已久，离别之际聊些知心话。我和你父王先回后院了。胖，你娘可真厉害，能治得住我爹，能不厉害吗？亲哥，太子突然薨逝，藩王有点心思很正常，交情归交情，我这人帮亲不帮理。
好啊，你也威胁我？哪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娘呢，她支棱不起来。不清郁闷点头，不再继续聊这个话题。胖，你确实该减肥了。就你这体格，等以后娶了媳妇儿，不还把人家压坏啊？这不当紧，我在下面就是了。胖，你懂得挺多啊。我也是刚懂不久，上次去书房看书，无意间在春秋夹层里发现一本插画，这才明白奥义。还是瘦点儿为好，太胖影响健康。亲哥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告别小胖后，小布思乡心切，只10日时间就赶到了金陵。赶回侯府时，天已经黑了。Sir, Duke Liang came to visit. 先生三思，眼下最好不要见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每天都有好多官员来打听先生回来没有，个个一脸焦急，文官武将都有。不是吧，都半年了，还没弄出个结果吗？你去告诉梁国公，我一路劳顿，疲惫不堪，等休息好了，请他喝酒。Okay, sir. 先生，具体情况妾并不清楚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皇太子还未册立。哦，那些官员你是如何应对的？来人都是绝高位显，下人也不敢硬拦，还都带了礼物，我不敢收，但他们放下礼物就走，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。文武的礼都收了吧？只收一方就成了战队，妾索性都收了。干得漂亮！给我送礼，无异于肉包子砸狗。见过梁国公。小布有些震怒，后院不是不能见客，但只能见女客。我去前院等你。先生，还是不见为好。晚了，从蓝玉登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见了。不经好久不见，魏兄可想死你了？想死我了，还是想我死啊？你非得把我拖下水才开心是吧？哎呀，你看你，我这也是太想你了嘛。今日确实是魏兄冒犯了，你要有期，明日去我后院也逛逛，不仅我送你俩妾。不清碰上这么一个不要脸的，也是没半点脾气。行了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不会站队的。哎，我也没让你站队啊，今儿我来就是喝酒的。我今天见了你，外人会怎么想？我在北平半年，算是白待了。今日是当哥的不对，我自罚3碗。老弟，局势已经明朗，太孙允腾占绝对优势，哥可不是坑你，是让你分一杯羹。这跟历史上咋不一样啊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大人，曹国公来访。不见，没见本国公正跟你家老爷喝酒的吗？兄弟，听哥一句劝，别见那孙子，他那一队根本不行。看来朝堂的云波诡谲比我想象还要厉害。李景龙这个勋贵和文臣站在一起，那势必有文臣和勋贵一队，这他妈的我就不该回来。请曹国公进来。你怎么也来了？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？真不要脸啊，空着手就来了。贤者之间的交情平淡如水，不胜虚华，不像你心怀鬼胎。我你妈！要么咱们心平气和的叙旧，要么你俩都回去。哼！不行，皇孙尹文自聪也，颇有太子之风。放你娘的狗屁！皇孙允腾难道就差了吗？况且立嫡立长，朱允文一个庶子，哪里能继承太子朱标之位？好一个立嫡立长！皇孙尹文的生母是太子妃，他不仅是嫡子，还是嫡长子。朱允文出生的时候是庶子，他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个庶子，谢贤的也配。放肆！太子妃也是你能妄议的，信不信老子弹劾你？你他娘的少跟我上纲上线！你除了打报告，你还会什么？老国公的一世英名都他娘的被你毁了！你这个勋贵叛徒！蓝玉，你敢骂我爹？老子骂你呢！你个叛徒！老子都替李将军臊得慌！我去你娘的！你又打不过人家，真是又菜又爱玩！操！不行，你快说句话来！哎呀，蓝玉，你别打脸了！停手吧，我刚回来，一路劳累的紧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改天我请你们喝酒。第二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不清就进了皇宫。皇上，关外的局势不乐观啊！你的那份奏书咱看了，按理说关外的局势不会变化如此之快。猿人部落合作是事实，皇上，军队不能再一直锁着了。储君之位您还没合适人选吗？你觉得允文、允通谁更适合？这种事臣不敢说，但昨夜蓝玉、李景龙都去我府上了。咱知道，不过你主动告诉咱，这种态度不错，咱喜欢。皇上，都半年了，这储君之位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咱明白，是该结束了。武朝你参加，你带头奏请立允通为皇太孙。什么呀？你是觉得允通不堪大用吗？
不是，臣是吃惊，皇上中午就要立皇太孙。嘴严点，要是提前透露出去，咱扒了你的皮。五朝群臣齐聚，征敌戏码已经不知上演过多少次，不待老朱开口，便自发开始站队。皇上，大皇孙允文仁厚贤德，有太子风范，可堪大用。此言差矣，立嫡立长，二皇孙允腾才是最佳人选。大皇孙允文生母便是太子妃，立嫡立长理应是他。不敢苟同，生母升任太子妃在后，由此可得，大皇孙仍是庶出。这比看大戏刺激啊！个个引经据典，老朱不急，那我也不急。嘿嘿。2刻钟后，朱元璋看够了热闹，轻咳2声，嘈杂的大殿立即安静下来。皇上，微臣以为二皇孙允腾可堪大用。爱卿言之有理，甚合朕意。支持朱允文的一方恨他，没想到支持朱允通的一方也恨他，上来就夺了从龙首功。老朱真阴啊！到了孙子辈儿，还是让我做孤臣。储君乃国之根本，不宜拖延过久。臣斗胆进谏，二皇孙可立为皇太孙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臣反对。皇上三思啊！肃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孙朱允腾，少年英才，天资聪颖，敕封吴王。嫡长孙朱允文隐晦好学，仁厚至孝，即日起立为皇太孙。老朱坑我，坑得连裤衩子都不剩了。蓝玉听风。蓝玉有功于社稷，不遇洱海之战大败北元，乃国之栋梁。即日起改封梁国公，重新加太子太傅衔。谢皇上隆恩。不清听风，2次出征漠北，皆大胜而归，加封太子太师衔。1刻钟后，旨意宣读完毕。这时，一个身穿明黄色太子蟒龙袍的少年缓缓走出来，正是朱允文。老朱早已安排妥当，这场征敌根本没有意义。臣等拜见皇太孙。免礼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散朝。侯爷，皇上让你去御书房见驾。我这就过去。御书房，爷孙俩排坐，朱元璋正在教朱允文处理奏折。先去休息吧，下午再过来。孙儿遵旨。朱元璋私下授意小部推举朱允通为帝，朝堂上却拍板成朱允文，穿越者又被坑惨了。咱知道你现在心里怨愤，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咱不治你的罪。臣并无怨愤，只是不解。这些日子，咱一直在观察他们。允通远远不如允文，若允通上位，必定依仗长家、蓝玉，风险太大了。可不让允通上位，为标儿培养的勋贵财富必定成为定时炸弹。皇上是要清洗？没办法呀，咱也不想。允文根本压制不住勋贵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皇上，关外局势不容乐观，武将不能舍弃啊！你都能想到，咱就想不到吗？咱心里有数的很。那皇上为何坑我？为了蓝玉。关外局势如此，蓝玉不能死，勋贵谁都可以死，但他不能。未来要和猿人大战，为蓝玉可堪大任。为了蓝玉和坑我有直接关系吗？当然有。捕鱼洱海大胜归来，蓝玉愈发骄狂，但你一劝他就听了。如今你和他站在一队，同病相怜之下，你俩关系势必更进一步。有你这个枢纽从中调和，咱才放心嘛。脏啊，脏死了！玩心眼的人真他娘的脏啊！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咱如此信任你，并对你和盘托出，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。我尼玛，要不是你老了，我非得揍你个桃花朵朵开！好了，说完了蓝玉，该你了。还记得咱第一次让你做锦衣卫时的场景吗？记得。那你可知咱为何让你做锦衣卫？不是臣诊治皇后娘娘有功，皇上的赏赐吗？能赏赐的多了去了，干嘛让你做锦衣卫呢？臣愚钝。不清无奈拱手，没办法，就老朱这心眼，他再活100年也未必及得上。因为锦衣卫会让你文武两头都得罪，咱要把你孤臣培养，莫怪咱。咱知道你一心为了大明好，但咱也是啊，咱俩也算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你这样的人不配有朋友。相处这么久，你是什么人，咱再了解不过。咱知道你不稀罕高官厚禄，所求不过1日3餐，有吃有住罢了。实话说，像你这种有能力又如此通透的人太罕见了。不清，你知道咱有多爱你吗？皇上这么坦诚，就不怕臣寒心吗？10余年了，咱要是还看不透一个人，那咱就不是洪武皇帝了，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咱从未放弃过对你的监视。这怎么可能？以我的武功，怎么可能察觉不到？
咱知道你有本事，所以监视的都是你所接触的人。咱把这些告诉你，是让你知道你是咱耗尽心力培养的人。不管时局如何动荡，你不清绝不会受到任何波及。不清心情复杂，有感动，但更多的是被玩弄鼓掌的愤懑以及无力感，却又对老朱恨不起来。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这次征地事件，事先咱就跟允文说过了，他不会因此对你心生芥蒂。以后你们多接触接触。臣遵旨。咱知道你的心思，允通没能力，允文也不比他强哪儿去。没办法，咱只能矮个里面挑个高个。两人聊了许久，朱元璋太孤独了，他这个年纪想找个能说知心话的人实在太难了。咱没几年可活了，像你这样医术高超又武艺高强的人，身子骨都很好，应该能活许久许久。答应咱一件事，好吗？皇上请说。余生帮咱好好看着他，他还年轻，甚至还稚嫩，离繁荣昌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你但凡能帮一把，就尽量帮一把。臣遵旨。答应这么爽快，你莫不是给咱画饼吧？臣对大明赤胆忠心。那就好，回去找蓝玉喝长酒，好好开导开导他。臣明白。梁国公府门边已经从梁换成了梁，全府上下一片喜气。见过永清侯。令尊不在府上吗？在的，永清侯稍后，晚辈这就去请父亲。走进屋说话，兔崽子，快去准备好酒好菜。是，父亲，孩儿这就让人准备。不，兄弟，这回是老哥连累了你。谁知结果会如此？兄弟仗义之举，蓝玉铭记在心，你不用担心。就算朱允文日后登基，有为兄在，他动不了你一根手指头。蓝玉确实感动，小布站出来跟他一起，这份人情不可谓不大。本来老哥是想拉兄弟你一把，谁料到，真不知皇上是咋想的。都过去了，以后低调做人也能相安无事。老弟，以前咱们虽然闹过别扭，但老哥心里还是认可你的。我蓝玉只服有本事的人，不像某些只会瞎逼逼的，我可不惯着他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算看在皇上和老将军的面子上，还是不要闹得太难看。其实我和李景龙也没啥仇，只是单纯的瞧不起他。这回那孙子又赌对了，以后俺俩是不能善了了。以后俺俩干起来，你尽量躲着点儿。李景龙啊，李景龙，蓝玉这会儿正郁闷呢，你要再不开眼，打死你我也不管了。两人喝到傍晚，蓝玉喝大了，小布刚出府门，一群勋贵迎面赶来。永清侯，诸位，这是闲着无聊找蓝帅喝酒，永清侯不妨一起。不了，我已经喝大了，梁国公也饮了不少，待会儿你们可别再灌他了。见过永清侯。蒋大哥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啊？在下还有公务，侯爷喝多了，要不要我派个兄弟送永清侯一路？不用，就2步路，你们先忙啊，不用管我。那是去蓝玉家的方向，不会是？第二日御花园，朱元璋满脸是笑，藏不住的开心。坐吧。谢皇上。皇上何事这般高兴啊？瞌睡送枕头，当然开心。你来宫里有什么事吗？昨日臣见锦衣卫指挥使好像是去了蓝玉府上，皇上不动蓝玉又为何？你可知昨晚那群勋贵喝醉了酒，都说了什么？昨夜臣喝多了，并不知道。他们说等过几年咱死了，把朱允文踢下去，让朱允通上位。这话就出自蓝玉之口。皇上，臣昨夜离开时，蓝玉已经醉了，众勋贵都郁闷，酒桌气氛烘托起来，或许只是发泄愤懑。这些咱自然明白，不过他们这么一搞，倒给了咱清洗的理由。你先去把蓝玉抓起来，你单独审。皇上，蓝玉罪不至死啊！放心吧，咱不会杀蓝玉，抓他只是为了堵悠悠众口，顺便再让你卖他一个大的人情。步青轻轻点头，知道这回要死大把人了。蓝玉何在？不，老弟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请梁国公跟本官走一趟吧，有什么话到了昭狱再说。老子犯了什么罪？梁国公若不配合，就要再加一条抗旨的罪名了。不想家人有事的话，就跟本官走一趟。他娘的，是李景龙还是朱？你若信我，就不要大吵大闹，管好你的嘴。为何抓我？昨晚你说了什么？不记得了吗？说了什么？昨天老子不是跟你喝酒吗？你他娘忘了？听清楚，我说的是昨晚。既然你不记得了，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。你说等皇上驾崩，把朱允文踢下去，让朱允腾上位。
老子没说过。别急着发火，好好回忆一下。蓝玉眉头紧皱，渐渐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。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我没说过。说没说过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那么多勋贵呢，总有人招认。这下蓝玉真的慌了，他也清楚老朱是什么尿性，想到被包皮灭门的惨状，又无比心寒。老子为大明立过功，流过血，拼过命，难道就因为一句醉话，便要砍头灭门吗？这可不是一句醉话就能推脱的。再者，你之前私收义子，纵容义子胡作非为，侵占民田，侮辱元妃。够了，翻旧账是吧？蓝玉知道自己这次真要完了，索性也豁出去了，张口就要问候老朱祖宗18代。朱元璋，我操你！蓝玉这次真要完了，酒后说出逆天胡话，直接被锦衣卫抓紧了招谕。僵持一场，兄弟自然会帮你，但你这么胡搅蛮缠，让我怎么帮你？你能帮得了我吗？放心，看守你家眷的都是我心腹。至于你，我可是锦衣镇抚使，还是永清侯，完全有资格审你这个梁国公。皇上知道咱俩关系不错，会让你来什么？所以我才一听到风声就立即把你抓了进来，以标榜清高啊！兄弟，我竭尽全力，但你自己也得争气，别在后边添乱子。蓝玉重重点头，嘴唇翕合半晌，感动的说不出话。别说了，兄弟都懂，照顾好自己，外面有兄弟。蓝玉啊蓝玉，你以后可长点心吧，就老朱那德行，能这样待你，真够可以了。1日之间，锦衣卫的权势再次恢复，蒋环风光无两。但小布明白，老朱死之前定会把锦衣卫解决掉，蒋环的下场只会比毛香更惨。布政府使，卑职在。皇上说了，让你审好蓝玉便是，其他的就不让你插手了。这可不是本官不给你立功机会啊！卑职明白。你能理解就好。锦衣卫官职只会时有升降之权，我比毛香大方。这次过后，锦衣同知非你莫属。谢大人栽培。蒋环一朝得势，连侯爷都不叫了。小布敷衍笑笑，老朱的饼他都懒得接，何况他蒋环。朝堂风起云涌，针对皆是为大明流血的勋贵功臣，人头落地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锦衣之名再次成为了孩童止哭的良药。5日后，小布再来到招谕，蓝玉蓬头垢面，身上那股精气神早没了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该来。我知道，可我已经来了。外面在死人，对吧？死很多人，对吧？他们死，我蓝玉没理由能活啊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蓝玉要这么死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可冤的。若换作是我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也会杀我这个蓝玉。小布没有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蓝玉。良久，你变了好多，是老了吗？不是成熟了，气势内敛，也更像一个统兵10数万大军的将军。都过去了，我命不久矣，给我说说话吧。家眷那边无恙，你放心好了。细细想来，我和霍去病真的好像啊。他有个舅舅卫青，我有个姐夫常遇春。他是太子党，我也是太子党。他支持的人没能登上皇位，而我支持的人亦是如此。步青张了张嘴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霍去病少年参军，我也少年参军。我这个永昌侯不比他的冠军侯差。后世人就算不耻于我，也不能否认我的功绩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你二人真的很像。我们一样骄狂，若霍去病没有英年早逝，汉武帝也未必容得下他。时辰快到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皇上还未下旨斩你，事情尚有回旋余地，你好好待着，兄弟再去争取争取。不必了，你已仁至义尽，蓝玉无以为报，若有来生，让你待着你就待着，案子还没审呢，活着就代表了希望，莫让兄弟的努力白费。为何如此帮我？因为我们是兄弟。老朱的清洗行动比步青想象的还要严重，定远侯王弼被灭满门，尹国公傅有德2儿子被斩，本人赐死；宋国公冯胜好一点，本人被赐死，家人无恙。启禀皇上，臣弹劾锦衣卫擅权枉法，滥杀功臣，请皇上严查。皇上，臣弹劾锦衣卫指挥使蒋环，瞒着皇上滥用私刑，对功臣屈打成招，趁机拔除异己，结党营私。立即把蒋环打入大牢，灭其九族。后世之君不可再涉锦衣卫。步青再次来了招谕，一直身处大牢的蓝玉并不知外面的事。我的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？不会。多谢。我蓝玉一生也算风光无限了。你家不是往西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锦衣卫已经没了。
锦衣卫没了，这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啊，锦衣卫都没了，我这个镇抚使官职自然也没了，那我还怎么审你？话几乎都挑明了，就算蓝玉再傻，也明白其中意味。皇上不治我的罪了，我可没说啊！你先回家休息一日，明儿一早与我一起进宫，究竟如何处置，由皇上做主。谢谢兄弟。以前狂妄，真是悔恨无及，幸好我还有机会。微臣参见吾皇万岁。蓝玉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，皇上要杀要剐，臣绝无二话。你他娘彪啊！认个错能死吗？果然，朱元璋被他弄得下不来台，拔剑就要砍了他。不知是不是商量好的？朱允文连忙下跪替蓝玉求情。看在允文替你求情的份上，咱可以不杀你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说咱该如何惩罚你？皇上，臣也有罪。你的确有罪，咱让你审案，锦衣卫都他娘解散了，你还没审出个样来，懈怠公务，罚俸半年。资本家也不带你这样的啊，哪有动不动就扣半年工资的？不法勋贵意图谋反，蓝玉你虽无参与其中，但他们是在你府上商议的，停杖50。皇上，蓝玉已经认识到了错误，50停杖未免太……好啊，你还敢替他求情？来人，一人50停杖。老朱你可以了，蓝玉已经对我感恩戴德了，这苦肉计不用也罢。50板子打完，俩人屁事儿没有，但还得装样子被太监抬出了皇宫。侯爷，皇上给您补了1年俸禄，镇抚使那份俸禄也给您加到侯爵俸禄里了。老朱行啊，多谢公公了。侯爷留步，皇上还有事交代你办呢。什么事儿？皇上让你好好钻研，限你1个月内钻研出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告诉皇上，我会好好钻研的。转眼1月之期已到，步青带着准备好的词去皇宫见老朱。允文见过老师。皇太孙客气，臣岂敢受礼。好了，都坐吧，别整这些虚的了。步青，你赶紧上干货。皇上，臣钻研出来的国策可能会惹你不开心。说说看。是关于户籍制度的事。大明建立之前，由于长期战乱，许多户籍都散失了。为此，说重点，咱不爱听这些虚的。皇上把户籍分为宗室户、官绅户、民户、将户等等，宗室继承是必须的，但其他的就没必要限制，太死了。例如，农户的后代只能种地，裁缝的后代只能做裁缝等等，这些制度实在不利于大明发展啊！你眼光太浅了，你懂个锤子！不，这次是你懂个锤子。咱这么做就是为了安民心，让天下百姓从出生就不愁没活计。再者，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一代代下来，咱大明所有的行业都会越来越好。皇爷爷圣明。皇上，假如臣想让儿子考取功名，为国效力，光宗耀祖，可臣是个裁缝，儿子只能当个裁缝啊！叫他站下，叫太阳站下，站下！皇上有旨，叫太阳站下。朱元璋已到暮年，临终之际，仍要为皇太孙朱允文最后铺一次路。臣想让儿子考取功名，可臣是个裁缝，儿子只能当个裁缝啊！你这理论有一定道理，但咱还是觉着让百姓有生存的根本才是重中之重。那皇上以为秦和汉孰强孰弱？这不废话吗？自然是汉。那汉和唐呢？唐。那皇上可知道唐胜汉，汉胜秦，唐胜秦远甚？少他娘跟咱卖关子，在墨迹定给你打烂。秦以前是奴隶制，秦建立后制度虽宽松许多，但仍没有彻底摆脱奴隶制度。而汉之所以比秦强，就是因为他开启了百姓上升通道，而到了唐，更是文武上升通道全开，风气之开放，贯古绝今，所以才有盛唐之名。朱元璋沉默了，他无法反驳，想改制就必须要有一个如他一般铁血手腕的皇帝，可他已经没那个时间了。咱若在建国之初就得此人，那该多好啊！老天若再给咱20年，不，15年就够了。魏毛一直看我啊，老朱不是最推崇汉高祖吗？娘的，我好像也没说错话啊！见朱元璋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步青连忙拍马屁：臣言语不当，汉高祖不如皇上，远甚！我生君未生，君生我已老，娘的，晚了呀！老朱，你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，咱可不兴急眼啊！允文啊，做皇帝心要狠，知道吗？孙儿记住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下去休息吧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要太过劳累。孙儿遵旨。皇上，你不会又要打我板子吧？瞧你那德行，陪咱走走吧。好嘞。你这厮没长眼啊！
你以后跟李景龙、蓝玉多走动走动，不然他日施行新政，你将举步维艰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同意臣提的这项国策了？小布啊，你是对的，但咱已经没这个精力了。小布，你记着，不要想到一项好的国策就要立即施行出来，还要考虑考虑自己。臣记住了。小布，咱死后你做个权臣吧。啊，皇上，臣可没那么想过啊。咱不是试探你，是叮嘱你，不做权臣，你提出的国策根本施行不出来。皇上，自古以来做权臣都没有好下场。你放心，咱会赐你免死铁券。你老朱干的那些个事，赐免死铁券好像死得更快。咱赏赐的免死铁券，咱可以不认，但后世之君不敢不认，不然便是不忠不孝，便是背弃宗庙，他们没那个胆子。臣遵旨。一年又一年，关外局势愈发紧张，大明又出了一个很会打仗的将才。就藩大明的宁王朱权，其打仗之生猛，着实惊人，一度盖过了燕王朱棣的风头。而老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皇上，该喝药了。都开春了，咋还是这般冷呢？是呢，臣也觉得今年冷了些。不清，陪咱去太阳下聊聊。时间过得真快，遥想过往峥嵘岁月，犹似昨日。转眼咱都过70了，想找个老兄弟说话都成了奢望。你的那些同龄好兄弟，不是被你杀了，就是被你熬死了，眼下确实找不出来。咱这段时间越发感觉精力不济，小布啊，咱的命快到了吧？皇上只是这些年太过劳累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世人终究难逃一死，唯一亘古不变的，恐怕也只有日月星辰了。日月明也，咱大明定能千秋万世与日月同在，一定能，而且还会越来越好。说起来呀，咱的这一生真没享过几回福。贫苦出身，幼年险些饿死，后来闹饥荒，父母家人都没了，当和尚都要受欺负。后来参军呐，不仅在战场上险死还生，在义军中也屡次3番险些丢命。朱元璋絮叨个不停，不清一直听着。老朱这一生简直太难了，这其中的艰难莫经历了，想想就头皮发麻。老朱是怎么过来的啊？咱本来是淮河西边的一个穷苦百姓，天下与咱又有何关系呢？如皇上这般的帝王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是吧？咱也这么觉得。咱10几日不上朝，听人说咱快不行了。是谁说的呀？不清。臣在。你素有才学，即日起任命你为吏部给事中，先从底层做起，莫要懈怠。给事中只是个7品官，但却有监察百官升迁之权。转眼已是6月，老朱身体彻底垮了，大限将至，于是叫来孙子，开始做临终嘱咐。好孩子，莫哭了，爷爷能活这么大岁数，已经很知足了。皇爷爷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孙儿这就让人去唤不清来，他一定能治好皇爷爷。爷爷大限将至，已经回天乏术，莫难为他了。允文，接下来的话你给咱记死了。爷爷您说，咱死后丧事要从快从简，不要大办，同时约束好藩王，就不要让他们来了。老朱内心痛苦，作为父亲，他何尝不想儿子送自己最后一程？是，孙儿记住了。兵部左侍郎齐泰是洪57年乡试解元，此人为官清正廉洁，你登基后可以为心腹，此人可重信，不可重用。孙儿记住了。黄子成是洪58年的会试会员，殿试探花，仕读东宫，他也是你的老师，此人也可以为你的心腹，可重信，不可重用。还有一个在教学的方小儒，此人是宋濂的学生，聪明好学，为人正直刚强，亦可引为心腹。此3人都胸有才学，清正廉洁，但才学并不代表能力，知道吗？孙儿知道了。皇爷爷有可重用的人吗？当然有了，蓝玉可重用，关外局势如此，恐怕10年之内便要大战了。允文，你记着，3军主帅之位为蓝玉一人，蓝玉可重用，却不可重信。是，孙儿记下了。爷爷，那李景龙呢？李景龙自然是可重信的，文中那般才学，想来他也不差。孙儿记住了，那可重用又可重信的人有吗？不清，此权莫名利，做事果敢，能力出众，忠心为国，为人通透。孙儿会重用重信他的。皇爷爷还有吗？朱元璋望着满脸泪痕、没多大主见却贪心的孙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无奈、悲凉。这偌大的江山交给他，真的正确吗？他能做好一个皇帝吗？快去唤不清来。永清侯府，小布逍遥自在，墨月依旧美丽，却也不可避免的有了皱纹。先生，妾老了，妾不能侍奉先生了。哪呀，分明还年轻着呢！男人41枝花，女人亦是如此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没到40吗？
哎呦，我的侯爷呀，别亲嘴了，快去皇宫吧，皇上他着急见你。侯爷，快呀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皇上，臣来了。不清，答应咱一件事。皇上您说，臣定当照办。帮咱护着他，护好他，要让他好好的。臣一定会护着他，竭尽全力的护着他。你能不能发誓，对你的祖师发誓？诸祖师见证，若不听违背誓言，身死道消，3界除名。好。哎呀，好冷啊！太阳呢？禀皇上，太阳下山了。叫他站下，叫太阳站下，站下！皇上有旨，叫太阳站下。皇上有旨，叫太阳站下。皇上有旨，让太阳站下。皇上，太阳站下了，乖乖的站下了。好啊，咱要去见妹子，去见彪儿了。彪儿，咱再也不会让你郁郁了。父皇让你郁郁数10载，父皇对不起你。大明洪武皇帝一代传奇就此长眠。这个叱咤风云、杀伐果断的传奇帝王，终究是没能逃过岁月的侵蚀。